晚嗯，大家好啊！嘿，感谢伊里的大家，演奏，请问这是什么新乐器？在你变成乐器之后，我应该也可以成为乐器。你说的有道理耶。好好的，哎，来开个场，大家一安，今天是11月16号星期天的晚上8点33分。那今天大家打招呼的开头一定要是我们感谢子昌哥哥送游戏让我们玩。每一句话好。感谢子昌哥嗯，哥送游戏让我们玩。哎，我把这句话定选在那个 YouTube 跟 Twitch 那一边。哎，大家打招太好了，呼的话，可以来帮我们那个，可以来帮我们直接复制贴上。好方便，好贴心哦。耶耶我就是这么为大家着想的主播。耶耶！好，然后等一下我想一下。哎，对，我们今天是 Pacify 那个在鬼屋里面找娃娃，感谢大家。好，那既然我们讲完这个游戏要干嘛了，我们就可以下播。没有啦，真的很想对，谢下播。谢大家辛苦了，我要吃泡面喽。我们这个假装玩了一下，那谢谢大家今天来看对，哈。谢谢大家，谢谢大耶，家。哎，我其实有想说，我要不要把那个 Voice Mode 打开，然后那个时不时按一下那个音效板。你要吓我，太坏了，因为我太想说，卑鄙了。说不定可以缓解一下气氛。哦，因为你那 在按搞笑的吗？大概，哎，因为我前几天才装，我原本想说要用那个，那叫什么啊就要如果用音效，就是 echo 的音效，reverb，对，就是想要用那种对麦克风增加一点特效啊，结果嘿，它的效果要付费。我以为你联动的时候用花栗鼠变声器来玩，那就不恐哎，这怖了。也不错，这好像也不错，这种要来这招哦。就是把自己的恐惧降到最低啊，想办法拉到最低。哦，对，我们等一下应该会用各种有的没有的策略来让这个感觉比较不那么恐怖。嗯，是的，我们会一个人想办法。会怕，两个人就可以想办法让它更好玩一点。至少那个可以笑对方，会好一点，会好一那对，点，不对吗？至少不用怕，差不多，至少不用怕。好，好，那我们面对恐惧的开场也差不多了，那个好，该跟大家打招呼了，好，拖有点久。来看一下我们这边，一头晚安，一头夜安，马子夜安，水豚夜安，宝箱怪火车夜安，谢谢。罗夜安，尹夜安，大叔夜安，大家夜安。好，我们准备可以来开始了。好啊，我也来你那念一下我这边要打，边，好，苍大叔晚没问题。安，伊藤绿茶晚安，还有猫咪可爱晚安，还有阿红晚安晚安，嘿，欢迎。哎，对，然后我们好，刚刚讲到今天的语言会有很多种。对，我们就是会吓嗯，到外语能力都顺便展现一下，应哎，该吧？是的，那应该。好，那我看一下那哦，我们要面对了吗？差不多了。哦，好吧，好吧，我看一好吧，下哦，应该是按本机游戏对吧？应该是一个人要按本机，然后一个人要按嗯，扫帚，不是啦，一个人要按加入游戏。对，本机个少手开始素哦，开始示范那个减低胡乱恐惧，讲话。先搞笑，是的，对，没错。太好了。还有所以合作模式跟玩家对玩家，所以我们还可以扮鬼的意思哦。我不确定哎，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合作开始。嗯，我们先合作吧。哎，所以你是本机哎，我开了，哦，那我等一下哦。是扫帚。好，好，你看那个 Steam 哦，那边，我看到有伊可不可以？利了。嘿，可不可以直接按右键加入？好落好诶，寞的好吧，可以，有可以耶，了，可以耶，真的要面有了啊！对了。哎啊，对，然后如果大家需要我们调整音量的话，欢迎随时提出来啊，因为我已经尽量把声音调到差不多我觉得可以的范围内。嘿，啊，至于那个画面的话，它就这么黑，我也没对，办法。恐怖游戏你还想怎样？就是黑的，嘿如看不果全清楚亮的恐怖最恐怖。游戏，那也应该蛮好笑的。感觉是那种白色房间让你精神失常，也蛮恐哦，怖的。那也是，它确实也蛮恐怖的。好，好，那我们就
离开大堂，开始不对，离开是回家吧？离开是关掉游戏。哎，直接关掉。好，我们准备开始了。哦，好不想开始哦。可以啦，我来好，组成扫把。没错，我们就是扫具组合，新的组合了。太好了，我是扫帚怪火蛇。耶，差你好，不多可以你是光头扫帚哦。啊，我看不到我自己耶。对啊，我们只看到对方。它有字幕，贴它心字幕好小哦。对啊，希望大家看得到。我啊，我会不会不能上车哦，不能回家吗？我要回家，我要回去。放我回去。 Let me go。他叫我不准回家。好，我看一下哦。它应该就 WASD 跟左键吗？对啊，然后还有我其实完全不知道它的操作模式。所以我长怎样啊？你是你的我看一下哦，下颌线有胡子，然后下巴跟嘴唇上面反而没有，然后头是短短的3分头，然后有美人尖。我是不是比你高很多啊？对比一下，哦，差不多吗？你看起来是女生，但是你是光头。我要怎么看自己？我看不到。说不定里面会有镜子哎，但感觉镜子就是很恐怖哎，会跑出一些有的没有的。确实。算了，本集里加油，好，我们加油。本集我怎么看起来有胡子？对，他的角色有。我想办法哦，他可以按 ESC 有。对，我也在想哎，有可以冲可以跳，为什么跳是 Control 啊？然后我要想办法把你的那个 Discord 声音再拉大一点点，因为我发现那个雷声会把你的声音盖掉，我好痛苦哦。好，我也调一下，我调小一点。好，恐怖。我这样把游戏声音拉小一点点。我真的是光头女士，真假的？真的，你真的是啊！太酷了吧？对啊，可能是随机的吧。我先那个中在那个了 ，tap， 哦，好黑哦。我要看一下哦 ，ESC 暂停 ，Control 跳跃。而且这个游戏很尴尬的是，它没有办法设定按键。你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只能用他给的。对啊，好，谢谢大家。然后灵敏度超级高，我要吐了。它也不能调灵敏度啊，有了，可以吧？一般，有看到了，一般。手电筒。一般应该还行。那大家如果有3D 晕了，自己再斟酌一下，因为我可能也会吐出来。真的哦。就是它的镜头晃动太模糊了。应该一般，然后我发现我会一直按到我的表情按键呢。啊，等一下如果按到那就按到哈，随便。嘿，对，大家知道说那个这就是按键的一部分。对，我是表情丰富的宝箱怪，合理，装可爱一下。是的。在哪？好，那我们就出发吧。我们不能进去哎，门锁着，锁着，我们要出去了。那我们就回家喽。拜拜。让我上车。代志不是讲人是遐尼简单。而且他奔跑是按住哎，哇。外面都好黑哦，黑到一个迷迷毛毛哎。对啊，我看我能不能。空白键其实也可以跳哎，那它 Ctrl 是显示什么意思的？为什么？What the？ 好奇异啊！然后他没有蹲，他不能蹲哦。哇，他不能蹲我们已经走散了。我在那个前面，我刚刚从右边绕一圈过去了。我在乱跑，我也在绕一圈呢。我们该不会在第一关就卡？我们在那个门口就卡关吧？找不到钥匙。通常正常人会把钥匙藏在哪？太黑了，好恐怖！底下花盆吗？我好像发现可以进去的地方了。咦，我怎么找你？有那个地下室，我在面对门的左侧，然后走外面。哦，面对门的左侧走外面，然后绕一下。你会看到有光在闪，那就是我。雷声真的有点大果然要调一下。嗯。好的，听不清楚。
哎，你现在在哪里？我去找你好了。你知道路痴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不知道我在哪里。哦，有个 OK，洞哎，你是跳进那个洞了吗？我还没，等一下，你在哪里？我在，我看哦，我找到一个到了，光了，我以为你好啊。你在前面。好好，有了有了，好，我们可以那个，就这个，我刚刚讲的就这个，哦哦，好，那就是这里了。听起来像赛文的台词，救命。赛文是谁？OK，那个应该是超人力霸王哦，谢喽。啊，这边门也是锁着，你在给我开什么 CU？那就是要往前探索喽。哎，这边有这纸可以看吗？可以耶。可以耶，1889年11月15号，嘿，这个我自己，嘿，哎，我要甲伊救，不过我失败啊，我要放弃啊，我就抓要把葛瑞琴带倒来。不过我惊这个查某囝是永远失去了什么？永远失去了什么？永远失去他了吗？啊，可真的是很机翻呢。对啊，无法阅读，那算了。I not understand。人人我敢来是这样吗？我拢看，对对对，没我拢有错，看无，我拢看无，不要吓我，谢谢。我都看没有。你看我没有，怎么办啊？可以拿木头等一下，可以敲人木头是不是可以拿，我等。啊！这边有木你知道吗？头可以拿我会一直关到手电筒，然后我就觉得很恐怖。这边木头可以拿好这精准不知道什么是要可以敲人是不是烧那个吗？烧娃娃吗？哦，应该是哦。啊，我们应该是那个驱邪的人嘛，我们是要把娃娃烧一烧，所以我们算是一种 Ghostbuster 吗？类似吧？我觉得那个影集还蛮有趣的。诶，我没看什么，我看到什么？哦，没事。那算是一个老电影，然后有出影集、游戏跟重制版。好酷哦，还有游戏哦，好想看，不是好想嗯，玩。每个门都关着，不过它是出那好玩在很远古的平台上面。哦，那感觉很恐怖诶。我没有，它是那个它的题材不恐怖，还蛮合家观赏的。哦，虽然有鬼，但是嗯其实不是恐怖的。啊，对对对对对，哦，我们还是保持太棒了，聊天比较不恐怖。啊，太棒了！开始盖房子，台币老人会，没错，我们就是有道理。换个环境来那个冒险。讲到啊，老人会，只是嘿，没事，你先说。哦，没有，只是我们会吓到要用华语来讲话。哎，这个下来就出不去嘞。对啊，他不给我们回去啊，所以我们还要找到钥匙，然后这边还锁住，真的是我要回家。Let me go。你刚刚说老人会怎么样哦，想到你发的推文啊，说感觉老了会那个啊？一边复健一边哎，看，那个我要看天线宝宝，好可爱，好可爱。我找到可以上去的楼梯啦。哦，那好，我们上去吧，因为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我想一下哦。哦，我找到一个娃娃哎。你找到娃娃了哦？对啊，你看这里有个娃娃，有个娃娃我拿走了哦。好，它不会咬我吧？不会。耶，好恐不会怖哦。它有写字哎，什么意思？哦，这里哎，这张是刚刚那张，好。哦，这是盘子，我以为是纸哭啊。它的材质可以再给我做的更接近一点哦。哦，这张纸是新的哎。哎，鹿尔德殡仪馆在你需要时提供服务，复原殡葬。我觉得它是机翻，应该是尸体修复、下葬，然后典礼，然后埋葬、火化，还有啥不知道，还有一些私下服务，什么意思？我们也提供私下服务是怎样？是要不知道哎，做一些不可见人的，帮忙买一些没买一些有办法不能讲的，对。恐怖哦。感觉要讲笑话了，不然会哭。我想到一个笑话了。这都说来就来，太好了。这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笑话。我要把那个我中午不是发一则那个杏鲍菇那个贴文，我还发现我打成菇牌买 live，我原本要打菇牌买 love 啦，哭啊！真的是我自己就是最大的笑话，谢谢大家。
还好吧？我觉得这是小事吧，这应该还好吧？打错字不那就是是人之少了常情。就是少了那个感觉。我会想说，大家应该在猜说那个孤牌 My Life 是什么东东。抱歉啊，大家是孤牌 My Life，手机打字有点失误了。哎，这边还有空间呢。好恐怖哦！下买一些鸡块，谢谢。这是盘子，真的是盘子，我超讨厌盘子。是不？哎，这边我们来过了，好吧？什么声音？哈，怎么会有声音啊？吓死我了！是你吗？是你在叫我吗？伊利，不是，我不是，不是，这我也被吓到了。叫回去跟他拼！啊！啊！有猛兽的声音呢？为什么？什么猛兽？哎，刚刚那个是门有打开猛兽哦。的声音呢？哎，有东西下来嘞！好啦，有鬼哎！他从楼梯下来了。真的好漂亮吗？就是恐惧封面的那是一个源于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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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哎呀，Hello，好黑哦！对，我们在鬼屋里面要找娃娃，然后把娃娃烧掉。对，我发现我只要你已经烧娃娃了吗？还没，我连火炉都没有找到。我们要从他刚刚下来的楼梯上去的样子。他从哪里下来的啊？我根本啥都没看到。这里，这个楼，哦，有楼梯我天，耶！他一直在开门关门呢。所以他是需要物理上接触门的。他真的是鬼吗？啊，他哎，Hello，你好啊！看一下啊，漂亮吗？还好，没有很漂啊，亮。你被他献祭了。是啊，所以你被他吸干了。哦，真的吗？我可以点他，我可以点他，我好像可以。我变成娃娃了。你好小哦。Hello，你好。你是是要揍他吗？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不是，他没有，哎，娃娃跑掉。他跑掉了。他是不是要扁你？我看他一直跟着你，有够恐怖的。他脚现在落地了，他很有血色，为什么？不像鬼啊。对啊，无需恐惧。哎，我跳好高哦！哎，你跳好高哦！你跳比我高了耶！为什么要恭喜我？看我第一个被消灭，很快乐是吗？你们这些人，因为不是故意打错吗？我真的不是故意打错的。有人说伊里看起来在袭胸。救命！我没有，我是清白的，我只是想要推他看看。哎，我真的跳超高哎！我跳的高到我可以跳上把手，你看，简直是特技！不要摔了。你怎么？没事，你在哪里？我只想给你看我的特技。哎，我挂了。我怎么跑来这了？我刚是瞬移吗？是吗？你现在在我面前啊！怪爆了！我刚刚还在迷路呢。哦，那你可以看我的特技表演嘞。好，就是我可以跳很高。我又跳过头了啦！我可以跳很高，我应该可以跳到，我可以跳到扶手，但我好像没死哎。对啊，那个女生一直跟着我，这样是对的吗？哎，Hello，你需要什么？他走路其实蛮可爱的，小步。我抓到娃娃了。你抓到了娃娃，看起来好恐怖哦！哎，这里也有一个娃娃哎，我可以抓吗？不行，因为我太小只了，是不是？看什么都不能做。哎，哪里啊？你在对，我是娃娃，你好。它可以把一般娃娃变成很像诅咒娃娃。在你后面，他在你后面。我以为他要扁你。他会跟着我哎，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还蛮奇异的。你到底想干嘛啦？看一下，这边有一张。他 K 笑了，他 K 笑了。哦，也不会呢。哦，哎，你也被吸干了。突然觉得好像还好哎，就这样。因为我们可以讲一堆有的没有的。你也变娃娃嘞！你好，哇，你跳好高哦。结束了。哦，原来我长这样啊。我刚刚没有注意到我长怎样哎。你好啊。就这样。刚第二张纸我们没有看清楚，哭啊！好，结束了，失败了。这怎样？任务成功的失败了。对，没有错。那你知道我们两个是什么吗？Spider-Man，噔，好烦啊！好，两个都变娃娃就没了。好好，你知道蜘蛛人有日本版吗？真假的？
叫什么？哎，就是那个东映有一年把蜘蛛人的版权买下来拍特摄片，然后他特们的蜘色片哦，蛛人有巨大机器人，不是不完全是巨大机器人，是巨大机器载具这样。好炫哦，好哎，你又炫哦！换造型了耶！你也你现在换嘞，是一个长发姐姐，我有点看不出你是什么人，但你还是看不出是什么人。草头，这叫什么？草皮头、寸头、平头，对嗯，OK。对。哦，他求我，please check display out。哦，这是那个吗？劳方的尊严，就是他其实是要求我的，哎，对，我们是资有方要求我尊严的。们上班，哎，然后我们现在知道该怎么进去了，所以有点进度。刚刚你有看过后面了吗？后面我看来看去就是一个也没什么诶，看不出有什么有用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没用的，没有，都是没用的东西。好，跟我一样，真的也跟我一样诶，没用的东西。我们都蛮没用的，什么娃娃都没烧到就输败了，完美的失败了。啊！不要 OK，再编我们，怎么又有娃娃？不对，当然要有，看是固定的，固定在这哦。然后我觉得拿了它之后，就会开始那有些不好的事啊个妹妹就会开始跑出来。确实，他看起来是妹妹，看起来可能比我们小，嗯，哎呀，看起来年轻大。然后我就觉得是气色是刚有时候，才那张，嗯，它会飞。对，他飞起来的时候气色不太好，脚踩在地上就好了。告诉我们，人爱卡打是对吼，哎，一波一卡印，嘿，唔通迄个用杯的拢无卡印，安尼足恐怖的。卖食无三杯用菜，就是想要上西哎呦，天。所以是硬菜食无够，爱加食菜色啦，哎，气色才会好。青菜加食寡，有好无歹啦。哦，我不要再那我们就，直接，哎，那个钟声吗？我的观众在记恨。啊，怎么了？因为我之前说过，在早餐店漂亮的会叫美女，如果叫妹妹，又在讲这件事，对不起，对不起。哎呀，我看一下，我就直接往上面看咯。爱，让我感动到强美口出来。我被抖内吓到了，谁啦？太棒了吧！太棒了吧，谢谢。他出来了，那妹妹出来了，她现在气势还很好。我现在觉得很恐怖，因为抖内我的是娃娃，他说请不要烧我好吗？我看到妹妹，她踩着小碎步出来了。你在几楼？你在2楼吗？我看到了。我在上面了。你看你好她踩着小碎步。谢谢娃娃的123块，叫我不要烧它。你看，你看她的脚步，他走路真的是蛮好笑的。哎，她有点小外八。对啊，我看一下他站着也这张纸是蛮，这样好走吗？他不会突然我无法轻易的开始解释发不生了什要过来，么事。不要过来。我的妻子被死亡夺走，我收养的女儿被邪恶夺走，我的女儿遭到无法加以控制的黑暗附身。如果她还在这里，你会有危险。我只想到一个方法来彻底阻止她，烧掉有记号的人偶。所以没记号的不要烧。这就是那个女儿吧？应该是。她为什么一直跟着我？她看上你。不要啦，放过不要我。看上他，也不有什么。我要看上他有什么关系？反有关系。正我每天都会坐电梯。这是什么？那个黎明的《看上他》我没听过也是要20年前的歌，20几年前的歌了。他真的会跟着我，他很有我要慧根。看上他有什么关系？反正我曾经把自己锁在房间中各个不同部分，试图想要救他的方法。我有一组5把钥匙，每把钥匙能开房屋内不同地区的房间，好麻烦。其中有大厅、卧室、地下室、阁楼跟大门。谢谢大家哦。他还写了谢谢大家吗？谢谢他，太多钥匙了吧？天哪，那真是麻烦的钥匙真的是麻烦的要死。对，我在每个地区留下1把钥匙来开另一个地区的锁是可以不用啦。为什么要故意留在不同地方啊？这个人有病吧？你可以集中起来啊。对啊，这样我们是要怎么？不然就是，对啊，不然就多打几把嘛。
谁是娃娃？到底是谁？娃娃抖内我123块，我现在很有压力，我不敢烧娃娃，但我不能烧伊里，可以烧，太好了。哎，怎么了？你还好吗？谢谢娃娃赞助200点，不要烧我，拜托。老师，谁啦？我有个可以不用太恐怖了，好有沉浸感啊！我被我自己的卡祖笛吓到一下。你的是卡祖，你的音效是卡祖笛，对我自己吹卡祖笛的笑死！那你被自己超时空打击，对，我被我自己吓到了。嗨，塞菲尔，晚安啊！对，我们在玩恐怖游戏，抖内可以吓我们。我现在在那个厨房，餐厅那一边。我在阁楼，但我什么都没看到。我可以下。娃娃的钱好多，谢谢娃娃。但是，我找到娃娃，我找到的是什么？娃娃比我富有。Matches， 哎呦，你换成英文了？不是，它的火柴上面有一个 matches， 然后它会飞起来转，它的字会飞起来转。哈，给大家看这个奇异的场景。天哪 ！Matches， Magic。然后厨房这边有娃娃，好，然后虫超多的，好恶心哦！我好像不知道我自己在哪里。卧室，我在卧室的门口啊，没有钥匙。好的，它柜子不能开耶。可能经费不足吧。哇！什么声音？你那里 K 笑，你那里 K 笑。他心情不好，他知道我们来，他不开心。有高确实是吧？他在开门。对，确实，他开始在开门了耶。喂，所以我们就算什么都不做，他还是会来那个。你有拿娃娃吗？没有哎，我也没有，我只有拿干净娃娃，就是没有画记号的，而且我拿了很久了。怎么使用道具？我也不晓得有什么道具啊？火柴是要干嘛？我有火柴，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用。这边瓦斯炉应该可以用吧？我前面就是一个大炉灶也不是大啦，就是那个美式的那个家庭炉灶。看他互动是写左键，没有任何反应没有任何反应，然后滚轮也没有用。哇！什么？而且我还找不到伊里钥匙。放下。我有时候觉得迷路还比较恐怖。有了，我拿到一个娃娃了。可是我怎么又跑到地下室？娃娃没有变成有记号的样子啊，还是要先拿有记号娃娃才可以把娃娃上记号。有人关门呢。我这边也有听到他在开关门。大家关上了门，我不能开，好小气哦。哇，然后我应该被关厕所了，虽然是厨房。哦，你被关？我看到不对，那个是关门的声音有够恐怖的啦。这是我的灯。恐怖片主角的良好修养，分头行动。对耶！我听到声音了。他刚刚穿过一扇门来扁我啊！哎呀，好恐怖哦！不是，所以我现在要干嘛？他会跑掉吗？他会继续烧？门怎么打开了？哪个门？厨房的门。我看到你了，兄弟。太好了，这边的门都锁起来。我刚刚就是听他在外面一直铿铿锵锵，所以我很没办法，这他家。好不？帮我用这种瓦斯炉烤箱煮东西，我觉得还蛮方便的耶。就是日本也有类似的构造，只不过它的构造是用抽屉，然后里面是类似烤箱的结构，然后可以放鱼进去烤，他们可以烤秋刀鱼、烤鲑鱼切片之类的。好日本，烤秋刀鱼感觉就很，我刚说对他们很喜欢吃鱼。毕竟是海岛民族啊。是的，是雕像。这里怎么可以走了？那是我关的门。对不起。这边还有一个娃娃跟，这是什么？钥匙 key。后一 key。大厅钥匙，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娃娃。你已经有相似的物品了，好不？好，我拿走了，我没有。娃娃的钱真的好多。他在那。
可是他他走看起路好像在来还很，复健哦。他看起来很正常的。对，就是很普通的人，他至少没有跟着我们。普通的 disco，我们普普通通的的要，要。普通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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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哦，对耶，我普们刚刚在通的等，哎，开播前是你开的哈，吓死我。对，这我们在是我开的。开播前就是想通了一件事情，就是大家看我们玩恐怖游戏，就是大家看我们受苦。但我们想要让你们受苦的话，我们其实有一个秘密武器。等我们等一下那个不爽了，就会拿出秘密武器。是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被那个吓到更小灯 Suki 的时候，就会来这招。哎、他又哭笑了，他在哪里啊？在楼下吧，楼下啊，不要理他。可以在阳台看一下。他阳台，他阳台好大哦。Get some air，休息一下。哎、我好像可以跳楼哎，如果我不想没跟着啊，不行，我出不去，跳不过去，有空气墙是不是？应该是。可恶！等一下哦，他这边有立足点，那这样的话，他的哦不，我们在这里是无法立足的。哇，哇我都含人徛起，咱哇人看无。哇，诶，什么东西在笑啊有娃娃在笑的声音，娃娃哦，爱有笑几号娃娃？的孩子。嗯，我们好像只能回来欸，外面不通哎。嗯，他的哦，那个笑声好近哦。对啊，到底是从哪里啊？哼，恐怖哦，又恢复平静了。这样想还这样烤整条鲑很恐怖。鱼，我觉得还好哎。我觉得这种游戏安静下来就会更恐怖哎。对，就是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但哦，对对对，是嘿，有同伴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嘿可以趁机冷点消微。笑微。哎，想烤整条鲑鱼，可是整条鲑鱼好像也很难烤，感觉很慢，很难熟。对啊，不过烟熏鲑鱼好好吃哦，哦，我好想再超好吃一吃，次，真的不便宜耶，对啊，而且那个烟熏鲑鱼也是用生的下去做的。非常好吃。还有那个熏，有木材熏过的味道哦，嗯，nice，它在飞耶，我们离它远一点，它要下下去了。了。我刚刚想我有想过要不要自己烟熏做那个做料理，就感觉看人家吃烟熏 cheese 还是烟熏的肉片，感觉都还蛮赞的，很想试试看。哦哇，有人说上周有吃诶，太爽了吧！好开心哦！那就不要熟生吃，鲑鱼要生吃的话，必须也要看那个，就是只有养殖鲑鱼才能吃生的。最好还是要那个吧，低温杀菌过，哎呀，那比较个安全。虫虫还是很危险的。重重危机，奇怪，搜洗在太多，对对，不然可以做做看。我是在想那个木材要怎么，我是有看过人家用那个烟熏材料是拿红茶跟砂糖好酷哦！来去做烟熏。好像最简单的方式是红茶跟砂糖，然后要讲究一点，可以去找一点有香气的木材。感觉就是要这个，允许的话，哎呀，是的，什么声音啊？你被他盯上了吗？我发现我手上如果拿一个那个干净娃娃的话，我被它摸到，它就会抱娃娃，然后我就没事了。看来是可以帮我挡灾啊！但是哎呀，安抚他吗？好像是哦，所以叫 pacify 是不是？哦，有道理。有道理。玩恐怖游戏，然后又再来在聊鲑鱼，鬼表示礼貌吗？可以吧？他对我们不礼貌哎，他要来抓我们呢。虽然是我们跑进他家啦，应该，但是我们可以好好对，相处啊，为什么一定要这么的那个嘞？现在做在起卡挡手嘞，对啊，现在拢是一堆咱去卡挡酒呢，是因是医生对阮不仁，卖怪阮对伊不义。哎呀，就不法度啊！拿一个脏娃娃，看一下，买2个大的不锈钢升盘跟一个网架，然后
铝箔纸容器或自己折一个木柴，点燃后放进生盘，2个盖好。我有看过那个简单的那个烟熏炉的烟熏锅，它应该叫烟熏锅的做法。然后我想到以前我们家阿嬷会烟熏，然后自己做鲨鱼烟吧，还蛮好吃的。哦，然后以前真的是看过他买一块鲨鱼，然后回家修肉，对，应该算是修肉，因为他那个鲨鱼皮真的很粗，哦，所以割手是不是？不会，它就是砂纸的触感，哦，对，还蛮酷的。然后它的，我的记忆中，它的皮肤很像是那个纱窗的那个交错的感觉。好酷哦！难道纱窗是被他启发的吗？应该不应是，但该不是还蛮就是记忆中它的呢还蛮接近的，很酷很哦，酷。刚不是因为刚刷汤时想说有在刷鱼，刷鱼，应该不是，也不是不可能哦。也不是，就是可能陪护哇，刷一个踢笑啊，他叫那么大声啊！了。我们分隔那么远，还是互相听得到。对啊，他比魔物猎人的魔物还要会叫有人说怎么可能？你看我现在也会穿着附会了，还不简单？怎么办？有人说我们是擅闯民宅还骂住户而且我觉得他说的没错。这个我们无法反驳，但对。那你知道吗？我们要奉公守法，就是把游戏关了。对，让我们回家吧。回家，大家都好。对啊，看一下。我现在应该是找钥匙。伊头那边家乐福曾经看过2次鲨鱼，但阿莫尼亚味超重。对，鲨鱼的肌肉含氨量蛮高的。哦，原来是这样。人家说会有尿味，所以要用伊来吹我啊，我会吹掉啊。嘎仔不是吹我，我跑掉了。哦，恭喜哦！我跑掉了。恭喜，嘎仔不是吹我。这是为什么2个人一起玩比较不恐怖？对，真的比较不恐怖。然后直接打那个鲨鱼的鲨的纱窗，我觉得很棒。不错啊，怎么多娃娃？差不多。鲨鱼是用皮肤排尿我以为是那个因为肌肤的关系。它没有泄殖腔吗？有泄殖？为什么会有细纸枪？它是细纸人哦。有记号的娃娃会自己走路好成熟哦。它会自己走路，好成熟哦。它就是那个日本都市传说玛丽小姐。那是什么？或者是那个会自己跑回家的娃娃？哦，恐怖哦！就是都市传说有一个玛丽小姐，她来找你了吗？不是，我要经过门的时候，门在我面前自己关起来，我直接被撞脸，超可怕。我看到你在房间里面，我在那个，我打不开他把我关起来，靠腰嘞。你往开门了，窗户看可以看到我。窗户，我要在你后面，我要跑出去了。哦，是娃娃在开关门啦。对，娃娃啦，娃娃在皮，我刚看到他跑出去了。哇，子昌还敢来啊？子昌，怎么有一对男 B 在约会？我们在工作，我们在除灵。We are working。哇，有人说因为你啊，对啊，因为你啊。对啊。耶！我趁乱跑过来，你好啊，又见面了。太好了。对啊，我这边那个被吓到的话，要刷一排谢谢子昌。靠你们了，谢谢子昌，谢谢子昌。我想买鲨鱼回来取皮，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就是因为鲨鱼就是肉的味道还蛮重的，所以才需要用一些比较调味重的料理方式，比如说烟熏。然后，对，然后以前我觉得最有趣的一点是，我的营养午餐曾经吃过茄汁鲨鱼，好酷哦，好酷哦，它的鱼肉真的是那个我知道的鲨鱼肉，然后它就是软超绵密的那一种，它比一般认知的鱼肉还要软，听起来很好吃皮也是带一点灰灰的，它就不是那种一般，而且它连菜单上面也是写那个茄汁鲨鱼。饿了，我现在非常想吃。流口水啊！
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可以泰然自若的，那个美妹开始在吼叫的时候，我们还在讲鲨鱼。我们被美眉训练的有一点免疫力了，太好了。对，真的啦。这边应该有设定立足点的啊。有人一起真的好一点呢。嗯，然后我想一下，以前人家说那个鲨鱼不要常吃，是因为它用的是豆腐沙做的，然后豆腐沙是。我成功卡他 bug 了，他不会，他消失了。我成功卡到他 bug 了。你做了什么啊？你现在在哪？我在一个很像书房的地方，然后我把自己卡进一个，我把自己卡进一个点。你在几楼啊？我挡住了。你在几楼？我看到一个灯了耶。你看到了？对，我在这边。你怎么进去的？我就跳一跳，然后你出不来啊？我也出不去了。那你不用玩了，恭喜你，我也要卡，我也要卡。然后他刚刚就是在我面前，就是这个长方体的这个东西在我面前，他都过不来了。哈？对，他真的过不来啊，好吧。我玩出新花样了。你不会被他碰到了，但代价是你会永远囚禁在这里。对，确实。完了。我看一下能不能。我先出来，等一下我也我们要一起被囚禁在这里了，观众会太开心，不要。我出来嘞，还是换我进去，然后跳，你就会被我挤出来吗？要按够多下啦。好吧。好，我找到那个藏身点了，谢谢大家。谢谢，可以长生不老，好烂哦。嗨阿酸，还是会老啦，还是他来了啦。学以致用，学以致用。不行忘不行你进去我就进不去了。他走了，他不见了。妹妹啊，你是被走掉。怎么掉一个娃娃？还是我出幻觉了？哪里有娃娃？囚禁一辈子，不知道。我刚刚可能看到幻觉。我找到方法了，谢谢大家。我们玩出一个花样来。太好了，但是我们要在这里才能用这招。他怎么还在气呀？他就心情不好啊。我们擅闯民宅 ，What do you expect？ 他想一个人静一静。抱歉啦。逐渐习惯有个神经质的室友，对，差不多。原来他是我们室友啊。挺神经质的妹妹，没办法，那个青春期的躁动吗？乱讲，是可以这样讲的吗？这是什么超怪台词？还有那种大人在那边看年轻人怎么看都不顺眼。回顾此事，其实是个可怕的发现。我们开发出利用我们收养的女儿2个人偶和王者的仪式。王者需要刚死还没有超过3天，人偶、王者尸体和一个容器。以及需要以特殊方式做上记号，容器或者说是活人躯体必须是纯净的。我可怜的妹妹，所以妹妹在附近妹妹是被她爸爸妈妈利用了，听起来就是爸爸妈妈在乱玩什么奇怪的仪式。找到钥匙了，原来钥匙是这边啊！什么时候有钥匙了？难找的钥匙。对不起，这边后面屏风的后面的梳妆台有一个 key 的字在，我是看到字，然后我看不到它的图在哪里。难怪他需要给字，因为你才看得到。真的阁楼钥匙可以去楼上。妹妹来了吗？原来没听到原来我看到屏风都没有想到要走进去，我是不是白痴啊？没关系，谢谢。谁在那边钥匙掉了？真的有一首歌有一首歌叫做《钥匙掉了，谁来救我》，然后一直没有 get 到，只是有一天我在唱的时候突然 get 到，是这个意思原来是谐音。对呀，钥匙掉了，钥匙掉了，谁来救我？我发誓，那个有记号的小人偶有时会动，也许是从我们在他们之中装入灵魂起，我不知道，我没有读到它会发生。也许我只是看错了。我们将他们的大部分放在阁楼里。好，我们要去阁楼了。不要乱装灵魂进去。不可以，钢之炼金术师都已经教过了，那个灵魂跟生命不可以开玩笑。大哥哥。其实大家都说那个当年大哥哥是造成大家的，他去找你哦。好啦，不要过来啊，妹妹，我来关门。我关门他就会找你吗？不会。
他正常了吗？他恢复了，他恢复了。我的娃娃不见了。哦，我的娃娃又给他了。那我们要去阁楼。我上去，你刚进去，你刚出来的门可以去阁楼。我是路痴，请等我一下。没关系，没问题。哦，这里哦，早上好像对，我那时候看钢炼，其实觉得好像还好，就只是想说冲击没有到这么大。哦，就只是觉得那个他爸爸真的是一个混蛋而已。所以你从小就对这个的免疫力还可以，应该是还可以啦。啊，有小朋友回来，小朋友，哇，不要乱跑，很危险。这边还有钥匙，我抓到一只了。OK， 有地下室钥匙，然后那个娃娃拿一个就不能再拿了耶。对啊，它是有多重？重到只能拿一只。哦，有地下室钥匙。好，我知道，地下室我们一直找不到那个火炉，是不是因为要开钥匙？啊，有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可恶啊！然后我们要去地下室。哦，好，路痴就是连怎么下楼都不知道。我大概知道怎么走了，大概有稍微。好，我跟着你，我只要找得到你就可以。我在你后面哦。OK， 好，大概在这边，因为我想起来这边有楼梯。好，太好了，我都靠你，好爽。我觉得有时候我太过于镇静了，以至于好像没有体会到这游戏的对啊，大家想要看的效果这边可能会没有哦。有我啊，有我，我会教。太棒了。这是什么的房间？这是恐怖的房间，好恐怖。OK， 我们回来了，这是卧室。太好了，我可以拿干净娃娃了。他要 K 笑了。我有干净娃娃。谁叫我？OK， 那可能要请你去教娃娃。现在有人抖绿界，但是我的绿界，我要看一下。救命啊！哦不，突然要打开绿界，我找不到。那我先吃一口我的晚餐。好，请那个妹妹等我们一下。等我们一下。妹妹不用急啦，叔叔们有事情要忙。叔叔们听起来超老的。我已经是叔叔了，我已经没办法挣扎了。你完全放弃啊？因为就辈分跟年龄，我已经是叔叔这的等级了。好吧，我才7岁，应该是没有这个烦恼。好的，没有问题。是的。妹妹走过来了，我在这边等她。他们要去哪个意思？我就在这边站着等她好了。原来是没有赶上回花莲的末班车的阿酸。哇，不是，他的要求好奇怪啊！他回不了学校了，所以希望我们可以取悦他，或是痛骂他。那我们就痛骂他好了。什么意思？这是什么要求？什么意思？对，我怎么样？你已经很可怜，我还要痛骂你，这样对吗？他可能喜欢。好吧。火蛇叔叔都说30岁以上就不年轻，所以我们就是 do nothing， 我们就直接闪过了这个，躲过了这个妹妹的愤怒。我们要从这边往下看一下嘛，我们去找那个地下室。哇，我忘记地下室怎么走了，完蛋！我想想，说不定我记得。虽然说叔叔们可以看他的苦难，嘲笑他。是可以不用啦，钱都收了不骂是不是不行啊？阿酸啊，不要乱叫叔叔，没有人教过你不能叫叔叔吗？只能叫哥哥。世界上没有叔叔跟阿姨这2种称谓，只有哥哥跟姐姐。谢谢。你可以拿火柴吗？好，因为我是火蛇吗？不是，因为我已经拿过一盒火柴了。对不起。那我只能想到亚洲家长式痛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喜欢，但我们可以试试看。你有什么没有赶上末班车？你不会抓一下自己的时间吗？你已经知道车票，你已经知道台铁最晚什么时候要开车啊？你为什么还没有买上末班车？然后你为什么又不赶上？好累哦。
要连珠炮其实也是有点累的，我觉得有点太像了，我有点被骂到的感觉，怎么会这样？有点 PTSD 吗？是大家的集体创伤不行救命啊！抱歉，我不是你故意的。这个骂倒是真正的骂倒我的天！抱歉，没有，我觉得蛮因为我自己好笑。的习惯被这样骂，所以这是我比较果然是集体擅长的骂人创伤，方式我就知道。嗨，小朋友，你要乱跑是不是？你怎么不会跑？你不是小朋友吗？没给我有活力一点啊！算是抖 M， 好懂了。子昌说原来是这样才叫他子昌哥哥吗？被你发现了，没有啦，我找到没有啦火炉了，耶！火蛇找到，不是我找到的，但是伊里找到了，可以啊，也算是我们找到的。太好了，我们一条心。怎么打开啊？哭着把视窗关掉，开水会痛。他的集体创伤真的要跑出来，我很抱歉，但是这个可以对，点火，点火，点了8有记号的人偶离开了。然后这8边还有号吗？一张纸，但是妹妹不太开心哎呀，在我们专研究过的每一个事里，火种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火能当成净化剂使用。火影响着另一个世界中有机物体和物质。火能驱散邪恶、逆转魔咒、驱逐灵魂、去除效果或彻底摧毁。他说你很重要，谢谢妹妹。刚刚你可以读这张纸。对他我看到他那个。火种是我以为是火种火种是它是火 always 重要反正把东西烧一烧就没事了。那我们干脆就把里面的柴火拿出来，然后那个我们把整栋房子大厅烧掉，对，大厅放一根，房间放一根，阁楼放一根，地下室放一根，你说的有道理耶。厕所放一根，我们整栋 on fire 就问题就解决了。就跟妹妹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本身，真的直接解决整栋房子。没有屋就没有鬼屋。是的，就对，好聪明哦。这是一种包眼吗？我发现可以上去的路我开门，我找到可以去厨房的路了。太好了，那我们去厨房吧。我们再也不是 no way 了。谢谢。我们再也不是没有路。没有路，没有路。但是有路也要会走路啊！我迷路了。哇，没关系，我自己想办法，这个没办法了。好，厨房应该会在1楼。难道要使出那招了吗？一直摸着左边的墙走就会找到了。有，我再烧一个了。你好有效率哦！因为他刚好就在厨房出现了。我知道了，你知道什么叫做7有记号的人偶离开了吗？那个应该是还是剩余数量 left， 对。对。7，原来他的 left 是至少没有翻成左边啦，很棒了。对。啊，妹妹啊！他去找你哦。对啊，对我卡来秋来。哎呦，恐怖死人！没赛哦，妹妹。吓到了，请大家刷一排，谢谢子昌。嗨，莫非子昌，谢谢子昌。莫非晚安。来看我们被吓。莫非，我觉得我没有被吓到的感觉，就是我只有被我自己的那个卡主题吓到而已。我觉得很再抖一里，再抖一里。太好了，至少我变小还是可以开门的。OK。哇，阿酸说为什么什么叫做他的要求很奇怪？不是说可以嘲笑或取悦吗？那你知道吗？说你的要求很奇怪就是一种骂倒，应该可以吧？我听到你脚步声，是我的吗？还是那不是你的脚步声 ？We never know。看到你嘞，是你，真的是你，是我，小小一只，非常可爱。好，不用小小一只就，给大家磕到了。小小一只什么？你不用，没有，你不用小小一只就。我就知道，我果然是最可爱的。这是酒窖他们。对他们很多酒，地下室很大这个如果搬一桶上去，应该也可以卖一个好价钱果然还是不要全部烧掉吧，我们还是留一点可贪污。要留个1桶，虽然说有这些会更好烧。对耶，把酒拿出来洒一洒，不就我可以跳到桌子上？对啊，
啊，我现在有什么用？我是一个废人啊，妹妹啊，妹妹啊，妹妹啊，冷静啊，嗯，这样算高兴取悦吗？那些啊，太好了，嗯，我最喜欢取悦观众了。具体来说，就是玩恐怖游戏啊。奇怪，明明有听到声音，可是我找不到小朋友的身影啊。可能因为我真的在你附近跑来跑去。哎，我找到钥匙了。哎、你又找到钥匙了？主要的钥匙应该是大厅吧？哦，那确实是蛮主要的。嗯，就不能给我一把全都能开的吗万能钥匙。哎，找到你了。？Hello，你好，我以为是那个，小朋友。我以为是娃娃。我现对啊，在也是小朋友。确实超级小小。对，我是废物。是这样。我能干嘛？我真的做不了事啊！我现在是个废人哎。我可以变正我在常吗？猜是不是？我在猜是不是可以把那个把娃娃烧掉，就可以把你就是弄回来之类的。哦，想直接把我烧了是吧？好，不是，找那个有记号的小朋友。哦，可以换回来啊。不知道可不可以一换一？好，听起来在地下室，那我往1楼走看看。好，我都找到了。又迷路。好，你现在可以拿东西吗？还是不行？我手上有东西耶，但我不知道哦，我能不能拿新的。那我再烧一支看看哦。好，有人说可以把火蛇烧掉吗？再想想，要不要好好想想？也太恨我了。好诶，晕哦，奇怪，怎么选啊？有了，找到了。叫路痴玩这个很不人道哎。你有变回来吗？没有，我还是小小一只，没有。很可爱。好的，太好了，剩6个。我很可爱。那我在想要不要去1楼翻翻看看？好，但我迷路了。我觉得我变小只，我就更迷路哎，更晕了，更不知道自己在哪了。哎，我看到手电筒嘞。我捡到了，我捡到一个了。好啊，我跟着你。好，虽然我没什么用。剩5只。哇，你烧好快哦！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可以这么镇定呢？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我们是专业驱魔人，这也是没办法的。你有办法抱我起来吗？应该是不行。虽然这个要求听起来很奇怪啊，你先活着好了。他出现了耶。我的错，我的错，my bad。我们没关系。又要一起挂掉了。哇，妹妹直接从我头上炸下来哦！哎，对啊，他完了，直接钥匙。也没差了吧？我们都已经一起那个了。对耶。哦，原来我今天长这样哦。对，哎，我现在，我原来是平头，谢谢大家。对你又是平头。嗨，妹好，妹，那我大概掌握这个游戏怎么玩了。我们越来越镇只要稍微掌定。握到，我就不会怕了。双双殉情，不要乱讲。双双是谁？双方是谁？好，我想到那准备好。个 Phasmophobia，就是恐鬼症，之前也是一开始玩可能会怕怕，但是后面就是掌握之后就会觉得好熟，就不会恐怖了。哦，听起来像捡垃圾的那个 repo， 是叫 repo 吗？差不多。那个好像也是，知道怎么玩就还好。对，我就觉得 Ripple 还蛮好笑的。那个好像真的太欢乐，而且它长得好可爱。对啊，而且它的怪物，就只是很烦而已，不会到真的会吓人还是干嘛。有人说不恐怖了，要不要换一关？不知道。我们可以先一个玩完再。对啊，我们连这个都打不赢哎。对啊，我们只找到他，我们还有5个人偶还没有烧完。我们甚至烧不到一半。他全部几个啊？12个。12个这么多？我以为8个哎。8个吗？因为一开始就说剩8个哦，所以是9个啦。对，9个啊。所以我们算技术上，还没过半，还没过半，还没过半，对，还快了，没过半，快了，谢谢大家。好，那我们再来一次。好，嗨，欧拉夫晚安。大头是什么事？哦，我的头很大，对，是的。快点，不要太在意输赢，重点是被吓，是不是？有道理。来看看你今天长怎样。如果大家
又光头，哎，你变回第一局的样子，你也是哎、哎，好，好没创意了，还不能这样讲吧？又从头，一切又从头。他人物模组真的是偏少哦。不要检讨这种地方啦，它还是很恐怖诶。它的主要目的有，刚火蛇是问伊里可以报吗？对，你要干嘛？我是个 baby 耶、What do you want？ 它变小了，这个大家要好好听仔细。虽然我知道有人喜欢这种 paro， 但尊重啦，我不尊重是你们想的这样。要这样想也可以啦，我管不了，我又没办法怎么样。好，我又来。那我们就一样，地下室开始。哦，搞不好就是4个模型哦，4个模型轮着用，是不是有道理？不是，好，不是你不要在那边刻到了，就是故意给你们刻的。对啊，对啊，我们这时候你们应该表示了。对，开始在那边乱大家讲话。都是成熟的大人，知道该怎么做吧？好讨厌啊！自己觉得讲完之后自己好讨厌啊。完了，我刚刚游戏卡一下啊，我应该是讲错话了，抱歉。完了，等一下我就少一个队友，我要自己面对，我不行哦。讲错话了。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争取时间啊？因为不管如何他都会生气。所以我们能，就是算是叠尸战法，我们大概知道他怎么做就可以速比较快速一点点。是的。但是我还是那接下来我们要上楼。好，我不解决这个迷路问题，我应该是没办法玩这个游戏。然后钟开始在响了，那太强了，我真的是废物。妹妹应该会从门出来，那我们先拿一个，妹妹出来了啊！我先拿一个干净玩偶，好，我想办法找钥匙。好，我想办法找你。我在1楼，然后看一下钥匙这边。他钥匙好像换位置了。哦，他不让你那么好预测，是不是？真是讨厌。没摩托啊，妹妹啊，你好啊。好，你看到妹妹了，那就代表应该可以找到我。在那个，你是在外面吗？哦，外面有个干净。我在妹妹的背后的方向的房间。妹妹背后。你往右转，你过头了。你怎么知道我在？哦，你在我附近。我看到你。好完了，我太镇定了，是不是？大家不觉得有效果？好吧，那我来吓你。是可以不用。应该也没什么用啦，你有那么好吓吗？不好说。是有一个新的房间。他可能会突然间攻击你，他就是这样子杀死我妻子格瑞琴的。把人偶给他一向有用，我必须不断的告诉我自己，这已经不再是他了。所以给他人偶，他就会暂时那个合理，暂时安定下来。你可以再拿一盒火柴耶，谢谢卖火柴的小火蛇。又有火柴很多，我意外的。对啊，他很怕你缺火柴。他放这么多火柴，就代表说这间房子是可以全部烧起来的吧？你思路太清晰了。我们这样想应该也不过分啦吼！他给我们这么多火柴，然后地下室又有酒窖，然后又有木材，这不就是在跟我们说这可以全部都烧一烧吗？正确玩法，对吧？刚是不是有吓人模式？什么意思？是说那个游戏模式吗？那是竞争吧，比赛之类的。有吓人模式。如果是玩家对玩家的话，感觉是可以感觉是可以吓人的。就是互相寻找，然后去直接从背后炸一下。那我们的友情就有点脆弱了。我没有办法，我玩不起哦。太恐怖。对啊，而且他超镇定的，依你那么镇定，我一定玩不赢，好不好？感觉会被人被你追着打。耶！算了，大家应该也蛮爱看。
救命！最爱看相爱相杀吗？先等等。想想也是你讲的哦。给哦大家磕到了，给大家磕哦，大到了。家应该表示表示，让伊里听听卡祖笛的对，声音。救命！怎么啊，妹妹又啼又来？笑了。我们妹有许妹啊，多客户希望他们能有跟他们所爱的人谈话的最后一次机会，这引发了我们的兴趣。于是我们开始钻研古代仪式及生命之后的事。我们哦，研究过罗马、巴比伦和希腊的招魂术，我们钻研了埃及的死者之书的文章和非洲巫毒教的仪式。我们用这些黑暗魔法做实验，而让我们兴奋的是，这些是有些是管用的，有些那不就有些没有用吗？对啊，要确野，研究就研究，不要乱拿女儿来试啊，有病啊！真的是有人说想看包我被容逐渐你虐待，缺德，没对啊，关系，就笑吧，超缺德的。多笑一点。我看一下，那我想要去楼上走看看，好，我好像在二因为我已经楼，拿到，OK，里面好像在跟着我，哎，那他有生气吗？有他在生气，然后我给他一个娃娃，哦，那他应该就消气了，然后我在阁楼了，太快了。我看一下啊，因为这楼梯一直走就走上来了，哦哦，我要去房间，哦，哪个楼梯？我觉得我们在不同的楼梯。对，应我在该是，大厅，哦，这边也有，这边有一个娃娃，这游戏没有地图诶。对啊，我找到房间了，然后房间上面，哦，这次没有钥匙哎，他真哇，的都会换钥匙真的会地方哦。变呢，哦，谢谢哦，妹我妹在我附最讨厌这种随近呢。机性的，妹妹，结哎，果那应该我看一下啊，仪式将王者和女孩的精灵转移到两个人偶上，有女孩 spirit 精灵的人灵魂吧，偶会被，对对，应该是 spirit 要猜诶，灵要猜魂，诶。对啊，有女孩灵魂的人偶会被拿走，另一个人偶则会被放在女孩附近，于哦，是灵魂会转移到她的体内，然后王者可以经由女孩而看见和说话，所以对刚死的人是极为惊恐的，但是他们的家人会很快让他们平静下来。把他们家人叫出来啦，一个一个扁啊！一个一个扁，对啊，不要乱用这种服务好不好？不要乱借人家的身对啊，体满足自己的欲望，简直就是不要乱来好不好？带嗯，不要这样子玩弄你的生命，不要玩，对不要花钱让别人的身体承受风险啊！对啊，等一下，什么意思？哦？所以它的原理是把灵魂交换，所以那个妹妹的灵魂会跑到人偶里面啊，感觉很像降临术之类的，好复杂啊！咦，我真的迷路了，我也不太笑死！懂这个。还给我妹 K 笑啊！妹，哎冷静啊，妹我妹，怎么走回房间了？他房间她房间很互90度的通墙有一堆门呢。等一下，恐怖哦！他房间构造很奇异耶，他的浴室有两扇门，然后一项是通往走廊，一项是通往房间内部，然后他的门会挡到另外一个门，超怪，我不知道他的格局到底是怎样哎，各位看一下这格局，我看不懂，短短的不到几公分，我看一下，这大概不到1公尺左右吧，三扇门呢，What the hell 啊，这什么构造啊？谁厕创造所哪需要这么这种房子？多门啊？对啊，欧美是不是也不是？欧美这种设计也太诡异了吧只是这栋房子有问题而已吧？ ？OK，我拿到阁楼钥匙，我就直接把那些小朋友都放出来啊。哦，好啊，还没找到钥你匙，听起来有点，那就先放，是不是？对，小朋友好像不会你怎么听起来有点，样哦，就只是要把他们抓起来烧掉而已。然后会笑很吵而已，跟一般的小朋啊，友一样，是。除了可以把它烧掉之不外都一样，过，OK，我刚才想说，我刚不可才想说，以哦，我们不是才讲烧掉，这不个是有点危可以哦，险吧？那不可以哦。不可以，真是不可以。哦，有了，这边有一张纸，在仪式完成后，我们会在地下室中焚化尸体。我们在锅炉中焚化尸体，这样就可以确保他们的灵魂能进入下一个世界。好，
好，那为什么不直接整栋烧起来，让是全部烧起来就没有地下室的概念啦？妹妹在追我，然后哎呀，我在逃跑，然后有人抖内，我现在一个话都讲不好，连说都不会画了，怎么那么可怜？真的。哎，你说这现在是妹妹抖我看到妹内，妹了，等一下，我看到妹妹了，等一下，你先逃，妹妹你先逃从阁楼房间跑出来了。啊！你在有几个？几楼？我在一楼呢，我刚在一楼看到妹妹呢，啊，有几个妹妹？妹妹直接闪现到阁楼，哎，what the hell 啊？好啦，她会闪现也是还算合理吧。现在是她有电梯是不是？哦，好好哦，哦，出现了。是不是？好，小朋友跑出来了。哦，妹妹抖那123块，说怎么有2个叔叔擅闯我家？我拿到地下室钥匙了，然后我要火速下去。妹妹啊，我们是来救你的。妹妹妹呀，妹，妹妹呀，拜哒托你哒不要哒哒跑出哒哒。来。哦，又有一张纸，哎，在最后的诀别后，你先那我们还个，没开地下室吧？还没，我刚拿好，了钥匙。好，在最后的诀别后，我们会将灵魂转移回来。转移未必总是能进行的很顺利，王者不会乐意，而且有时候那女孩的行为很奇怪。如果我们将她最爱的人偶给她，她会复原。我们不是完全理解这一切如何操作，如何运作，但是我们买了很多那个人偶，这就错了吧？超好笑，还错第超好二次，笑，超靠腰的，从一开始就错，然后还错第二次，你们怎么办到的？超白痴的、啊，不要这样对自己越弄女儿、啊。越糟对啊，我们没有搞懂，但我们让她继续。嗨，妹妹，玩偶好，第一个玩偶给你。转灵数就已经够糟了，然后有了，这一次发生了一些坏事，我们的女儿反应激烈，并爬起身来。她开始在房间内四处冲撞每一件东西，她难以相信的力量，她有难以相信的力量，而且她的眼中有种邪恶。她在混乱中杀死了一名客户，葛瑞琴把人偶给她，人偶把她带了回来。在当晚的某个时刻，她故态复萌，葛瑞琴在试着安抚她的时候被杀死了。OK， 越弄越糟自找的，自找的，你应该啦。应该，钥匙是可以在哪？我这边应该还蛮多钥匙的。但我们没有地下室哦，那个蛮需要。等一下，我想一下这里是哪里。哦，过节搞新娜。OK，我找到地下室了，然后我要去开地下室。哦，你有哦，你又有。我刚拿到了，对，那个地下室钥匙好像绑定在阁楼那一边。哦，他一定会在阁楼哦。感觉上，我烧一个了。好，那感觉他生气了。然后1楼的话，刚才我们才看到一个高希音啊。哦，找到了，然后再烧一个。哦，我被妹妹抓到了，我又要变成小朋友了。哎呀，为什么我有2次那个被他抓到的动画？算了，不晓得。这个妹妹怎么那么坏？听说长不好看的人比较坏，谁讲的？不要乱讲。至少他把妹妹的那个脸谱跟那个模型做的还蛮精美的，蛮必要的哈，因为它会离你很近。嗯，如果看起来是 low poly， 可能就不恐怖。好了，会有另一种恐怖的感觉，但不一样。你在地下室吗？我在1楼妹妹把我扁一扁之后，我不知道什么就在1楼。那这样子的话，我听到脚步声应该是希娜的。我要怎么？真的很不会认路，救命！我很想下去地下室，这样才有参与感。但我道具都还在。好晕哦！变小只好晕哦！感觉地图就变超级大的。对，很不舒服。嗯，我就
怎么下去？放我下去！这格局真的超怪的。看他房子，他的家怎么可以这么大？大家以后盖家盖好一点，不要盖这种超怪格局，超会迷路的啦。我找到了去厨房的好，门。OK。我开始觉得那个大家在我这边应该得不到乐趣，我有点太镇定了。他又生气了，救命！我好像找到一个不错的隐藏点了。首先要有一个很大的家，好。迷路是我的问题。哎，完了，我好像真的把自己卡住了。你出不来了。我看一下啊。哎，好像这次真的出不来了。完蛋了。错赛。我帮不了你，我现在很小只，我没有用。错赛啦，我出不去了。你狂跳也没有用啊。对，因为它是沙发。你为什么把它卡在沙发里？我卡在沙发旁边的小空间。天哪！然后我刚刚是踩沙发进来的，然后它的盆栽看起来没有设计立足点，完了，这次真的把自己卡住了。你把自己的脚卡进去了。这次我真的死定了，完蛋了，剩一个没有用的人可以走路。不小心了，哎，不对，反正我不是不小心的，我是故意的。哦，海皮。哎，反正这也不是第一次。完蛋了。只是这次不是开玩笑的。完了。我看到你了。我也看到你了。Step brother help。你为什么可以在那啊？我就从那个沙发上跳进来，然后就卡住。我进来了。我出去了。可以出得去。我出不去。救命哦！怎么会这样？没想到 State Brother 的剧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天哪，这个感觉会被大家拿去剪呢。你们就剪吧。就剪吧，反正知道的就知道啊，不知道的拜托保持不知道就好了。听起来超怪的，什么意思？好像什么不可告人的。对，就是尽量不要知道比较好。好。我刚刚好像你出来了吗？尝试看看，好像有找到一点方。我刚刚有浮起来一下下。完了，我要把时间花在把自己弄出去，救命！完了！有人说我们是不可告人的关系。也不可以告人吗？可是可以哦，可以告人哦。你们在乱讲啊！可以告吧？你们在乱讲啊！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如果你敢说出去的话，我知道你的 YouTube 账号。我知道你住哪里，我知道你读几班。太经典了，怎么大家都那么熟悉啊？哇！我知道你 YouTube 账号。哎，等一下，我刚刚好像真的差点要出去了。加油啊，伊犁！看是先出去还是妹妹先来？我觉得妹妹会先来呢。这个小娃娃有绑那个双马尾耶，这么可爱。对啊，其实蛮可爱的，就是妆容比较前卫一点，烟熏妆嘛。是的。没关系啊，烟熏妆等一下真的会把它拿去烟熏，不用紧张。没有错。可能不只有烟熏。哎，又一个，你也有双马尾。妹妹真的要先来了，我听到声音了。对不起，我没有用。来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你，拿个酒给你喝，让你走得舒服一点。我好像小到捡不起来。天哪！他真的要找你？不是你卡在那边，他会不会摸不到你啊？应该会耶。你就永远被囚禁在那里。Oh my god！ 对啊，他这边不能蹲，我也觉得是一个很迷的设计耶。说不定能蹲就可以挤出去了。对啊。但是现在有人在玩门呢。感觉是妹妹在玩门呢，还是他的小朋友在玩门？那些娃娃有可能，还是我？没有啦，不是我。なんで？对，我忘记切换语言了，虽然没有必要。
因为完全没有什么那个受不了的设定还没方式。还没，受不了就是卡住了，对我来说，很烦。嗯，对啊，对我来说这款越来越有抗性了，抗性越来越高了耶。哦，这到底是件好事吗？锅炉要烧着火才能复苏我自己，所以我是可以复活的。哦，但是我没办法帮他点火，是不是？太我不能矮了吗？点火，我跳起来也没办法哎，什么意思啊？哇，不够高，火炉是小只需要朋友不可以玩天蚕，火。我太小了，拿不起来，要找朋友帮忙。可是我朋完了，可友卡是朋友卡住了，住了。朋友怎么会这样？我看到你的早早点灯光火材料，了，我看到你灯光真的哦、了，你在哪里啊？我还看卡着，我还能在哪里？我还哦，能在哪？我你还被卡住，在这？对，我还在，你跟这个盆栽融为一体耶，对，它穿我模了，自己，对我自己变成盆栽了，没想到我可以回到我最熟悉的地方。太好了！就是 i 人就是要这样躲在花后面，太棒你真的出了！不去哎！对啊，完蛋了！我们要重他开吗？我为什么跳们是真的没跃可以跳这办法哎，么低？好我们应该重开好了，不可以，不救命！可以，不可以乱跳啊！超好笑，这游戏有够恐怖的。救命！哦，好，啊，好笑。救命啊！朋友，你怎么这样？朋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永远把伊里囚禁起来，不要乱讲。救命啊！这确实是啦，但先等是这样等。没错，但不是这样。是的，这种恶性 bug 有解吗？他没有设置所谓的逃脱之类的，对，没有强制的。逃脱就没有办法。哎，这游戏也有我点老了。们要在我们要换一个地图了吗？好好，重新被下。对啊，因为它的任务有玩偶农场森林总部，你选个你喜欢的吧，先农场好了，因为它在第二个。我们就照顺序，非常合理，非常合理。应该越来越恐怖哦，或是越来越难，不确定哎。可能会越来越难。我觉得哦，跟就是关卡式渐进式的迦南。感觉有合理啊。天啊，一到游戏里还是依然故我原有的话，没有错。我最爱的盆栽终于可以踩进去了。哦你喜欢踩盆栽哦，这踩土感觉还蛮就是凉凉的蛮舒服的。然后我们哦。还要去找东西，现在变成要找东西是不是？哦，这个长得好像那个哦，胆小狗英雄的那个那个风车无名跟那个，小镇，我们把它想成胆小狗英雄就不无名小可怕了。小笨狗，你害我好丢脸。是像这样吗？我觉得英应雄那个该差不多。委屈的叫声真的是有蛮可爱的。鸡耶，有鸡哦有，Hello，鸡耶，对啊，可以抓吗？哎，跑好快，跑好快！啵啵啵啵啵！我们可以把鸡抓回去交差吗？他说要带东西回总部，这个也很有价值吧？鸡耶，鸡也可以吃哎，对啊，而且如果是母的，还可以鸡太难生蛋耶。抓了，什么意思？我尝试抓鸡，他跟我说鸡太难抓了。胡啊，有人问胆小狗英雄是什么？真的假的？假的。真的假的？鸡是要拿工具抓哦，不能直接抓，是不是？然后我们要真的要抓鸡回去，拿那太棒了吧个麻醉吹剑吹它，嘣，才能抓。鸡太难抓了，谢谢哦。好，太好了，我准备好鸡的笑话，等一下我们快吓死的时候我就拿出来讲。先讲很烂，没问题，所以我们应该还是会要找工具，笑得出来。应该会把我们笑话品味蛮接近的。我把门，我把门点一点，它掉下来了。你把门拆了哦、我把门拆，你吓到夺门而出哦，拆。夺门而出。它门不，它原本是关的，然后我点一点，它蹦掉下来了。学会了吗？学会了吗？伊里教给大家开门小技巧，如果你没有钥匙，整块门把拿下哎，来你看它就就好了。掉了，伊里好暴力，谁说的？救命！这边换了一个剧情的感觉，我不知道他怎么了，他变了，这个家比较他疯了，干净哎。他什么都吃。巧，我看一下，我挑一个成就，农场集体监禁是可以不用这么刺激耶。什么声音？是什么声音对啊，什么声音？ ？What the 什 hell？么集体监禁？
它的成就名称叫集体监禁，这个名字不行哎、大家会太真开心了。的有点有什么东西在躁动。哈哈，是我想离开这个游戏的心在躁动。还有钢琴呢，可以不能弹，我弹吗？试过了，我很想弹。好不，哎、如果他有人把挑韩文，有人有人把把我想要讲的笑话讲走了。该不会是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吧？哦，不是，是鸡是一种很爱看哦书的动物，因为啵啵啵啵。没关系，这个笑话还有第二段。哎、我拿到平底锅了，我是要拿那个敲击哦，我有平底锅可以，超多平底锅哎，平底锅超级多哎，这不是地表最强武器吗？平底锅。可是你们可以使用吗？它就只是放在那个了，它它只放在变成我的物有道具栏。品嘞，是不是要对对啊，对的对象啊？我敲你看看，不行，好，那可能是这边敲敌人或是敲鸡。农场集体监禁，哇，这么刺激的本，没有错，超级刺激。这感好，觉然会出现后在推特的推荐呢，哇，就看一些生蛋的，呀让男孩子生蛋。哦，哎呀，真刺激！不要进入谷仓，他不在了，孩子们也不在了，我已经生无可恋，我要用自己当诱饵，把他困在谷仓里。瞧 OK，所以他应该在谷仓里然后，奉献了嘿，他。然后这一边我弄丢了小屋的钥匙，我找不到他们，我必须用断线前凯伦。怎么又多一个人的名字？好复杂，这是不同的剧情吧？不同的人了。不同的，我要试着用平底锅去打击看看。我也是。哇，猫猫卡还把我的笑话的下半段也讲掉了。可以耶！猎鸡人击倒农场的一只鸡，Come on！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要用平底锅不要跑打鸡。怎么想都是直接抓比较容易吧？对啊，这个人有抓过鸡吗？我也打到了，太好了，抓鸡。哦我打到2只，然后一样，鸡你可以不可以一次拿2只？哦，鸡也不可以弄这边又丢，打了1只，机不可失。它哈哈，放下来是倒着的耶。伊里直接不理我，超好笑。因为我当时想说，太认真在抓鸡它有一个功，对，它有一个功能是可以放下，然后我想说，鸡只是如果放出来，它会不会跑走？好，它不会。放下是要按什么？滑鼠中键。居然有中箭了哦！好，抓回来。对对对对对，哎、有鸡耶，扁它，好玩。哇，好狠！没办法啊，我们也是要交差啊。有小车车哎，小车车可以干嘛？我不需要使用那个，好哦。啊，我不需要是你告诉我吗？可以玩车车这应该有更高的自由度啊！我们想要玩车车，就让我们玩车车。看到你在追鸡，好好笑。我打到了，好哎、天哪，我长得像打蚊子一样。对啊，超像的。啊，我不能带回总部，我们要去谷仓不了。能抓这个。 Check the place out. 好啦啊，我们带回去补嘛。哎月亮也太大了吧？超级大颗，感觉还是要超级涨潮。不愧是外国的游戏啊，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哎、没有，那是比较圆，不是比较大哎、对耶，但它至少还是圆的。什么？有人问这真的是恐怖游戏吗？我怎么知道是你买的、欸？我们应该没有把它玩的很不恐怖吧？一定不是我们的问题。一定不是我们的问题，一定是游戏的，一定是游戏。对，我现在追鸡追得很开心，但我追丢了，不开心了。哇，他的房子好像2楼，那我去。嘿，不要跑，不要，没有我在追鸡，对不起。 Maybe this is the way to weaken her. 好，这怪物看起来很强，也许有削弱他力量方法鸡吗。我们连什么都没看到，我只有看到鸡呢。鸡很强，鸡很强吗？那我很强哎、一巴掌就是一个鸡，对啊，那我们有平底锅不是无敌了？太好了，平底锅打怪物。那这样的话，等一下是不是可以说我们可以拿那个平底锅去打这一边的怪物？好哎、我好想玩这个，原来是要打，没办法拿恐惧来配宵夜，太过分了。抱歉，我们玩这个游戏意外玩的太正经，太 chill 了，哎哈哈有怪物哎、真的可以用，真的可以用平底锅打它哦，
怎么那么好玩没有，我把鸡给他了，但是我刚刚看到他的时候有砰一声，啊？我所以看到那削弱它，个有一个农场，看起来很像农场主人。哎呦，他什么声音啊？出现了，什么声音啊？有人在扁你啊我被农？场主人 A 到了，他在你在几楼？吃我。哦，我看到了，呃，它蛮可爱的，它走他路扑着我咬，我现在变成什么？你看起来还蛮正常的，只是你就是看起来很痛，你一直握着你的手，我视野看起来很低耶。你就是一直低着头啊，你把头抬起来，不是啊？啊，你看起来受我看一下伤了哎，我在走你看起来受伤了，我刚被他咬到了，你会不会等一下就好了？还是要帮你希望补一下，可以。吃个鸡补一下？打一只鸡给我吃。我手上有一只啊，我怎么去找你等一啊？下啊，因为我从2楼出来的。啊，你是从2楼，所以我要先上楼。对，好，我来找哎楼梯，找到了，我真的不会找路也好好笑。那有这门点热水吧？恐恐怖点直男了吧，恐怖的点是打了一堆鸡，等下会被动保处开罚。然后哎他来了，他吃了我的鸡啊！对啊，那可是我们该我不会们就是要拿去鸡给他多打几只吃哦，不可是自己抓我们有平底锅，不是可以打他吗？可以耶。哎，不行，我听到他咬你用平底我了，锅打他的声音。我打他了，但是我没打赢，他现在在咬我，我看起来哇，所有人都太虚弱无法继续，哦。我们被吃掉了。我们是哦，我们才是那个鸡哦。我们是鸡。他看起来在吃我们呢，他很饿哦。对，哇，没想到上也汉尼拔了。对你看起来很好，只是很痛，那就是不好。看起来除了很痛之外没什么问题。对，那就对，好，好啊，这个是可以治我们大概疗的吗？希望可以，因为刚才我们烧娃娃的时候也是说，好像是可以恢复的，可以恢复不知道了。怎么做。吃人这种被吃，我们又没吃人。 Worth bringing back to headquarters. 那你要把门打开看看吗？哪一个门？普通的门，换我们体验一下。对，太好关几下了，下这边的观众。哦，不可怕，就是把门拆我这了，视角真的是看你在推好门呢。好笑。然后门就倒了，是不是？对，门就到了。原来如哦，你此，现在造型是戴个帽子耶，好帅哦。真的哦，好想知道我有多帅了。嗯只有输了才能知道，可恶！哎，你也蛮帅的耶，虽然你没戴帽子。帅哥，你好。太好了，我们去他这边点击，他这边4个锅子，所以是要给4个人。他真的是最多4个人真的最多连线4人哦，确保每个人都有一个锅子可以用。真的。好，那只给你。我今天被其他的怪物吃掉了。平常平常都是你在都是说我要吃别人吃大家。哦，真的哦，是的你平常都这样对大家，我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变这样，但是还要抖多少才可以被吃？先等等。帮你争取一下，看等下有没有人想要。是不用，好吧，我的食量还充足，大家可以不用送上来。好吧，怎么会这么失落的好吧？救命啊！这边有那个耶烤肉的，但是不能烤这个鸡耶，好可恶哦。啊，我们要自己吃也不行，对啊，吝啬，荡生，人家当真。荡生。我刚按钢琴，它有一声咚的声音，可是就没了。哦，所以只有摸第一下会有声音。好可惜哦。这个鸡也是只有敲第一下会有声音。它敲完之后就没声音了。对啊，你知道为什么敲完它也不，它你知道为什么麻雀被车压到不会叫吗？因为鸦雀无声。答对了。哎呀，哎呀，哎呀，这个水槽会漏，我必须常去把它装满。哦，这该不装水啊会是？好像要装水。所以它这边有个次磅秤诶，为什么磅秤会放这边？哦，好多磅秤哦。看看我这一次看起来装水。这边2楼有提示，照顾放养鸡非常困难，他们会到处跑，很难抓。有时候我会想象用平底锅打他们。我们做到了，凯伦。对，凯伦的愿望由我们我们实达成现了。是的，哦，他的床好乱哦。所以我们是要装水，是不是？
水槽会漏把它装？为什么水槽会漏把它装满？什么意思？我看一下哦，很久以前祖母给了我这件旧饰品，她说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启用风车的魔力。她一定是脑袋不清楚了，我把它放在阁楼上。哼，不要放那么远。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去阁楼启动那个风车，这样子。这边有一堆日记耶，太好了，我最喜欢偷看别人日记了。看一下哦。我今天在墓地里发现的东西，地下出现了裹着链条的旧盒子，我把它打开，一阵难闻的气味扑面而来，那个气味其实不必。但奇怪的是，我感到饿了，凯伦。哦，我变僵尸了吧？今天一天好忙，应该是今天一天好忙，农场有好多工作要做，我筋疲力尽了，凯伦。然后一句一个凯伦，他很爱他。哦，不是，凯伦是署没有，名。那是哦，署名，对。sorry，我没有很聪明。我丈夫乔经常不在，他会为了工作离开好几周，所以我都自己管理农场。OK， 然后2015年12月10，哎呀，亲爱的日记，我是因为无聊才开始写日记。我的名字叫凯伦，我和丈夫乔有2个漂亮的孩子。我从祖母米利森特那里继承了这座农场。OK， 感觉有奇怪的东西。我不知道手上的孩子们很烦人，但是很好吃。哈，他把他们孩子吃了，看起来是疯了哦。对啊。我今天吃了院子里的一只鸡，我并没有先煮熟它，它闻起来好香，我无法抗拒。他们真的变那个了。凯伦疯了。我这边有一张我最近一直在翻阅祖母放在谷仓的旧文件，他相信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所以我们还是要进去谷仓。应该是说到难以置信，就是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就是你知道我要讲什么？我大概知道，你继续。我请继续表演。就是那个啊，就是小明的信箱啊，一直都很满啊，因为他都不收信啊。然后有一天邮差发现他的信箱满到塞不下了，就发现哇，真是太难以置信了。谢谢。香蕉哥哥，原来小朋友不能吃吗？不对，可以还要转过来按。谢谢。我感觉很棒，但是奇怪的事情正发生在我身上。我头发渐渐变白，还会掉发，我老得很快，体重也迅速增加。凯伦，就不要乱吃生食，会感染一些有的没有的。但是不要乱开什么箱子嘛，真的是。对啊。欧北来，不要乱把我拆开啊！一堆人都想做这边不是地下城，应该很难遇到你哦。是没错。我想说，这个谷仓的门一直弄，会不会也把门拆下来？好像不会。我想说是谁在捞门？原来是你。是我，不要紧张。我找到剪线钳了啦！我找到了啦！哦，要用剪线钳哦，不是找钥匙哦。好，有道理。好像有哪个？阁楼你看过了吗？阁楼我看过了，只有找到一张纸，我刚刚念了啊，还有那个天使雕像，不知道是不是要那个启动什么？是不是风车吗？是这个吗？启动魔力吗？应该是。哇！我刚刚第一个先听到那个门一直在扣的声音，我想说奇怪，是那个大叔又跑过来了吗？啊，他出现了。啊，对，他有那个旁白出现了。你在哪里啊？我要出去了。好，我看到大叔了，他在后面。他在你后面？那他在后院。哦，后院哦。好，我们要一起去谷仓，对不对？对。好像在这哈。对，这。然后他，他好像跑过去了。我先开。好好，又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空间。没关系，我冲第一个。哦，不会。出现了，他来找我了。你有鸡吗？然后我要去打鸡了。他在吃鸡。哦，好，我懂了。奇怪，我有剪线钳，我可以剪它吧？你可以趁他吃鸡的时候剪它吧？对啊，我应该是可以的吧？照理来说，剪线钳剪2根血管应该没有很困难啊。他也吃了我的鸡，我也要去打鸡了。但是我迷路了，我离不开谷仓。谢谢大家。我先去。谷仓2楼好高哦。等一下，你在那边不要动，我
试着把鸡放下来看看。哦，你要丢给我我刚看到你的灯光。对，哎，这里，哦，我们用接力的，好，谢谢。哎，对，他来了啦，很烦哎，我要穿越他咯，我直接不管他哦。啊，你就自己活下去就好，没关系。好，那我在外面打鸡。好，希望他可以不要上来找我，因为我应该会直接死掉。林老师嘞，他追到我啊，了。你有鸡吗？我刚刚把鸡放下。哦、shit！ 奇怪，地上有 Oh 鸡 no 不会逃跑，它不会直接捡啊。哦，我来读文件吧。1943年10月15，当地人相信这片土地跟风车有神秘力量，他给了我们奇怪的礼物，一个能启用风车治疗魔力的小雕像，还有一个可以用来困住邪魔的盒子。我手上应该有那个小雕像了，我们现在只差盒子。但你是不是挂了？对我受伤了。哦，她的丈夫从当地部落购买了这片美丽的土地。哦，这好像很久以前呢，这应该是他们的祖辈了。不知道为什么价格会这么便宜，除了后面的墓地之外，一切都很好。别乱买便宜的房子。那就是有问题了。是在哦，是在闹哪一出？可以这样耶。哦，这样的话，我现在受伤是不是就不会成为他的目标了？应该是他只会找我了。我要趁机多搜一点。你还能打击吗？不行，我身上的东西全部喷光了。你应该也是就跟变成娃娃一样，可能除非有办法治疗，不然那个风车吧，那个风车的治疗魔力就是这个吧？说不定耶。可是雕像在我这，所以我要活着下去耶。我试试看，反正烂命一条。搜索一下，烂命一条。不然怎么办？总要推进。我们现在真的太冷静了，我们有点太冷静了。已经没有什么好被吓到了。那我制造一点效果。好可怕！不要来追我！不要吓破胆啦！好烂哦，烂死了。那个我找到水槽了，水槽在那个谷仓侧面。水槽啊，可以干嘛？可以装水。就是刚才在浴室里面捡到那张纸条，说可以装水的水槽。但是装水可以做什么？不晓得。奇怪，不知道。找不到路哎，还是我在谷仓的地下一楼？我现在我真是不会找路，救命哦！我进去谷仓来看一下。是为了让我找得到路，所以得要冒险进来吗？真是为难你。不会成为他的目标是没关系对耶，好吧，你说的有道理。你的周遭有什么东西？一堆木栅栏，好像在讲废话，好迷路啊！我找到下去的路。我看到你了，对，你先不用动，那个我来那个。你好，你真的好虚弱。这边，你要带我去水槽。然后，对，应该可以装水。对，那边出去，然后往左边走，然后这个吗？靠近维林那边。说你刚拿这个，不能装啊。应该是就是装满水，说不定他会跑来喝之类的。我没有容器耶，他不让我拿容器耶，拿不起来。那应该就放着了。那个是讲好玩的 ，Use the water through on the farm。我有用吗？我有用它吗？这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哎。好奇异。受伤时无法这样做，它看起来是可以动作，但只是我不知道怎么做。真的。还是我拿错容器啊？不可能啊！那我就先在四处搜一下。好。看我还能做什么？我还能做什么？哦，那是说什么？怎么用啊？怎么用？我连这个都不会用。它后面的墓地还可以进去耶！天啊，感觉是得进去耶。那我想风车是要这样进去的。对，风车要从墓地走。我来看我能不能启动那个，然后看能不能治疗你。先完成1/2看看。门是锁的。呀，要找钥匙。他这是说是要钥匙吗？这个要钥匙。他只有说锁着啦。想说不对。那应该可以用剪线钳。我剪线钳掉在那个它掉了，它掉在那个谷仓，不是通往谷仓路上那边。好，我试试看。好远哦。对啊，这游戏要走很多路诶。完了，猫猫卡还说他去找找看有没有可怕的合作游戏。我们玩不玩啦？但是好啦，你可以找。
请找，但是我觉得应该只要有合作就不会太恐怖了。好像是我觉得孤立无援会比较可怕一点。等一下前往谷仓是要我找一下，你去按钢真的钥琴了是不是？匙掉了，钥匙掉了。我还没有进房子哎。谁按钢琴？在谷仓的路上，房子到谷仓的路上，对，找不到。在那个铁丝网嗯，前面。两个铁丝网那边嘛。对，哎，有那个推车可以用哎，哎，他还会来找我吗？他不会来找我，那个大叔过去了。他要找我应该是跑过去找你了。他从房子的后面进去了。啊，大叔你不能这样大叔就行程很满，你找我要先预约呢，怎么可以这样子嘞？然后我看到一个那个手推车，看起来可以用，但我不知道怎么用。谷仓是可以出去的吗？不是，它的地图完蛋了！大到有点不可思议。这边又有一个，哇！我被吓到了，请大家刷一排，谢谢子仓，谢谢子谢昌。谢子仓。这边我好这边烂，有一个房，这边有一个房子哎，他还有，他哪来那么多？它地很大哎，太痛苦了。他到底用多少钱买的？他不是说很便宜吗？确实。好，那我们又有一点点进展了。等我们哪天禁止恐怖游戏，就会开始推荐麦块恐怖地图。好哦，应该是不会禁止啊，嗯流量密码嗯，哎呀，那我们再一次。好，行程很满是很多人约吗？不是，我联动很多啊，什么意思？还能约什么？某方面也是一种很多约啊。是没错，但是怎么觉得大家讲起来就是别种意思？大家想一下，对，就怪怪的。你们都怪怪的，不要骗我，好吧？就所以是先拿鸡，我们现在这边看到的那个木房子，就是这边外面侧边的木房子也可以进去。太有钱了。捡太线前是大不能了这地图捡这个的，对不对？不行，铁丝网好像不能剪。那这样还是要绕一圈，烦死了对啊，而且它明明啊！就是铁线剪线钳，为什么不能剪铁丝网？先扁鸡，对啊，它能剪锁比较奇怪吧？铁丝网比对啊，较好剪一点。鸡嘞，在你后面鸡一只。贝。那对，这个是我就先去有鸡也有找解释。贝贝，没事。有鸡哦，贝贝。对，鸡贝贝，烂死了。很棒啊！打鸡游拿戏到剪线钳了。太快了，好，所以我们又要去开门了。哦，我就先去看那个2楼。我直接冲阁楼嘞。不，阁楼。啊，我在阁楼。我们很有默契。好，他又换位置了吗？感觉找到了，会哦。那这边。就是这你要拿吗？好，我拿看看。好，我们还是一起行动好了，然后挂了就可以捡对方的道具，也许比较不会。对。然后我们什么垃圾游戏？打鸡不是垃圾，耳朵不救好。命！我以为在这里面是我耳朵最不好。没想到大家的听力有点堪忧啊。对啊，我们应该没叫那么大声吧？应该没有破坏大家的耳朵。好芝麻开门。贝贝，这么快啦？怎么这么快啦？我真的可以扁他我扁到嘞。哦，不是啦，他在吃我的鸡啦，我以为哦。对啊，他还是会咬鸡，可是有那个动作。被骗了，就跟我们可以打那个妹妹一样，但其实没有用。打妹哦。谢谢。他满了。他使用。然后嘞，我跳一个成就，然后没用了。怎么这边他出现了？对啊，我那个我没有鸡耶。我手上还有一只。你留着。那我先去那个风车那一边。好，我看我能不能用躲的。他去找你。他过来了。那我们快跑吧，我先去风车找鸡吧。你直接去封测，可是那个锁着哦。对，你可以捡。对，我试着去打鸡来给你好了。有哦，
它里面其实就有一个大的，哦，好像我这边有一个奇怪的火花降下来了，什么意思？你会怎样吗？我不知道它会伤害你吗？我没事。好，还然后里是那个是面有一个大的天使雕像，哦，但是它应该看起来要放东西。放你小的、啊、手小的在手上对不对？可以吗？有用吗？不行哎，它没有办法，它的道具栏位在上面，所以没有办法用放下来把那个天使雕像放下来，但应该是可以哦，一个回复的好酷哦！应位置。该你看，是哦，被咬了可以来这里治疗，是不是？感觉是哎。应该是这样。好，你说可以放东西是他的手上吗？没有不能放。哦，不能放。他那个光美嘞，该不会是消耗的吧？血，该不会是我看一下，哎，手上要有天使雕像才可以用的感觉。哦哦哦，所以是哦，好，嗯，有人受伤了，另一个人去治他，好，知道了，Maybe there's a way to weaken 应对，该吧？那我们真的要粘在一起，就是，哎，是那这样的话这是就是出事了就要就要一集体往起回来。风车走。啊，出现了，我们躲一下，有用吗？没有用啊，他视力很好，哎，没有，他看不到，他视力不好，对不起。躲掉了。那我们就往侧边走去另外一个小屋。发现可以躲掉就没那么恐怖了。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推车看起来他说不能，他可以用的。说现在不能用哦，哎，你不需要使用的哦，好吧，那应该是已经有等一使用下会需要。过了。然天啊，后这边那个小屋有了，好，是什么？饲料？你在哪里？哎，农药？它上面是骷髅哎，那个木头小屋我知道，放到鸡里面给他吃。啊？哦哦，他来找我了，我可能会死掉啊。小，可是我盯着他，我盯着要放他，在哪里？可是这他样好像，是在追你吗？哎，我的视线方向就是他在的地方，他好像嗯，跑，有我刚刚看到，他想找我哎，可是要怎么没有哎，做啊？他是在乱走，应该是要打个鸡吧，要先打个鸡。哦，你挂了，他来找我了啊！他找我了，我有办法吗？我来不及哈，不行不行有点来不及。你不行不行看有没有办法跑远一点点，然后弯回来？啊！我也不行了，哎呀，两个人太少了，真的有点少哎。可恶啊！好不容易理出一点点头绪，但又觉得好这也好困哦。难哦。对啊，这要怎么做啊？我觉得要做的事情有点多，然后又相隔很远，只靠两个人有点累，嗯，怎么办？你要再试再一次，一次吗？好，有点想来来来，等一下。至少我们大概知道要干嘛了。对，我们至少有策略。然后这一次没想到那个大叔连在一起直接从谷上直接跑出来。 the place. See if you can find anything worth bringing. 我看你找东西好像手脚蛮快的，还是我来当后勤打击？不知道这样分工会不会比较也好？也是可以耶。不晓得，只能试试。你要拿个锅子吗？要好，虽然我不知道你在先哪，拿一个，那我先去打点我。在厨房了。好，我已经拿好了，我现在在打鸡，因为我蛮喜欢打鸡的，我蛮你适合。好快哦。我很期待扁那个鸡，很蛮爽的，满足那个破坏欲，找到真正的玩法了。就是当成打鸡模拟器。哎、回来，哎，他剪线前又换位置了，谢谢哦。果然吗？每次都会偷换一下。看一下会在哪里？我找到了，真的是。哦，不过天使雕像没有换，怎么这样？也许少部分东西是固定的。嗯，应该是。然后想一下，你要去，我现在决定把鸡全部都丢在门口，哦，不会，然后如果你有需要我送过去，你要点那个阿辉 eat 再跟我讲，我再送过去。要下订单。哦，有人建议我先打很多鸡放在房子前，对我就是在这么做，但是他同时也说很抽惨，是怎样？哎，他还在谷仓里面呢，他是怎么？哦，他是慢慢破门，所以我们才会从。哦，懂了。哎，好，激活我没懂。过来了。哦，他只是敲昏，他没死啊。
那也没那么抽残嘛。那我们只能尽量那没有用我直接挂了啦。我们手上没有鸡啊，他怎么跑过来？他破门也太快了吧！等一下天啊，我没有用哇，我的视线超晕我明明可以，我一直在打他屁股打他屁股，他没擦。对啊，他有装那个金刚屁屁。卡住了，哦，有动了。你刚卡了一下我视野超晕他要跑进去，看起来受了很重的伤哦。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去好，我是那个风车里面看看。好，我是拖油瓶，而且我甚至不能跑。你现在是那个实验体了。实验体哦，这么恐怖，要把我关起来做实验？没有啊，就只是要从那个要去风车里面看一下。风车要走2楼，等一下我差点走错了。我应该是可以上楼了。我现在超晕的，我那视线真的是很糟2楼是这里吗？好暗，我连手电筒都不能开啊！哇，没关系，等一下我再过去接你。我先来。好，我试着搞清楚我自己在哪。哇，出师不利，既然我也没什么用，我想让他自己走去风车。有，你再往前。你看到我了？看到你了。哦，好。然后看不出来我在哪。你在对我闪灯，对不对？是的。好，我看到风车，我勉强看得出来。我这好像受伤了。快到了。真的。快到了。受伤就是这个感觉。我那个摔车的时候就是这样，很晕，然后看不太清楚前面在干嘛。但我过了吧？必须告诉自己，我要站起来，我要远离那个危险的地方。他出现了，那你要小心哦。他出现，然后就走出去了。他感觉视力其实不太好他应该是看不太清楚我们在哪。也许他的视野跟我一样，那是真的是看不太到。啊，亮亮的光，我来了，我好了，有了，我看起来好多了，太好了，理论证实了，有用，太好了。然后我们就先回去。经实验证实可以改善末梢血液循环，真的什么声音？应该是谷仓那边的门。然后我们先装水。好，虽然我不知道水要干嘛。你需要拿平底锅吼。对耶，我没有平，我回去拿吗？等一下我们是从这里可以回去，对不对？是可以，其实都可以，可以从2楼走，也可以从1楼走。是通的。他来找我了，我不要再，你小心啊！过去。你穿过去了？他没有拿。他只要我，他不要你的鸡，他干嘛啦？他吃了。好，那我们走吧。好，我迷路了。我身上也没鸡了。没事，好，谢谢。闪灯好聪明哦，闪灯好有用哦。很棒吧？很棒，不愧是你。我拿个锅子。OK。敲他敲不赢，真的是气死我了。这个鸡会重生吗？这个鸡会不会用完啊？应该会耶。鸡会是留给门口又多了鸡了。鸡会跑。找 Ducky。鸡跑很快这里敲到了。太好了，我要掠夺他人劳动成果了。谢谢，请用，请慢用。谢谢。有人车祸都在车不多的地方，那好，虽然还是不太好，但是在车多的地方车祸比较恐怖烦死了，他要抢我的鸡，他吃了我的鸡，那是我的晚餐呢。这边还有一只，那个这边还有我们觉得鸡快用了。我好像有看到哦，不对，那是个锅子。这里。看到你了。你往里面走，有一只我敲晕的鸡。它应该还倒着啦。如果我没有找到的话，我这边也有打到一只。没关系，你留着，我看看，我们会把鸡用完。我手上还有啊。好吧，我看到一只会走路的。有敲到了，谢谢。我真的把鸡当蚊子在打，怎么会这样？你打得很好
我会有点打不准算了算了，不用多打，要的时候再来。好，那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要去，就应该要先去旁边的木屋，我要确认一下它那一带那一带是什么东西，要从2楼走。它出现了，它在门口、他出去了， OK，他拿你的鸡啊我们走。我们要去哪拿？我的鸡，那我要再去老师我要再去敲一只鸡。老师，只是趁机偷骂他，然后偷敲一下。要，有长得像沙威玛那我会做成食物前的样子。沙威玛有鸡肉口味，所以没错啊。哎呀，就是某方面来说，这也是一种沙威玛盒的材料，是的。你去哪了？是的，我在2楼，下去的楼梯。好，我努力跟上你。好，我看到你的灯光。好，我被桌子卡住了，我有点胖。好， OK，这里吗？对，然后往左边走。他来了，不对，他走了。他跟我们反方向，所以应该不用担心。好，不要理他。太好了，闪灯真的好有用哦，对我这种路痴非常需要。声光应用，就是之前就是学那个打电嘛，然后现在可以报方向。你说的是摩斯密码？对啊，就哦你会是我之前背啊有学过奇语摩斯电码，这样哦，鸡跟袋子只能拿一个。门被反锁了，what the？反是这样的话，这要怎么做啊？该不会要加在水里面吧？有可能可是他会想喝水吗？还是要拿鸡泡水啊？是怎样？气泡水。等一下，那我们一起行动，然后一个人有鸡可以，那我拿袋子好了。好，然后如果挂了就带我去治疗，应该就可以了。身体，然好后看一下，先讲好了就是这边。如果要死人，谁要负责死？我可以先送上去把鸡给他来了，没有鸡的话，我们就，我先过去，这样好吗？因为我手上有鸡，不行。对，应该是鸡先过去。我懂了，因为袋子还是要拿走。你可以吗？可以，袋子拿了，然后我们先去风车。我被卡住了，我不知道我被什么卡住，我视野太差了。好，被大树卡住了。他太挡路了。他追上你了，这些很难我要生气了，更小灯小 K， 真的会很难太难了。我手上那一袋不能直接塞给他吃吗？对啊，他那么饿。对啊，没道理啊。不然我们要那个恐怖片模式，就是那个牺牲自己，然后自己先吃自己先吃毒，然后自己再给他吃，解决问题。这也是可以耶。对啊，有够那个撒狗血的。他这冲太快了啦，这样是要怎么玩？没有过关的方法，好难哦。这游戏太恐怖了，过不了关。对，没想到他不会，他的内容不吓人，反而是那个，反正是过不了关，很生气啊。对呀，好酷哦！摩斯电码的部分啊，就是以前有要学声光通讯，然后我觉得比较难的是不对，还好，奇语还好，但是要记字母比较难啦，这样。祈雨是要祈求下雨啊？不是，用旗子双旗讯号哦，用2只旗子，嘿，双旗零，嘿，对不起，我有点精神失常了，只会讲这种东西。你看被吓到精神失常就会变这样哦，大家不要乱被吓。没有，我还是蛮喜欢这种笑话。太好了，我就这么容易被取悦。只会打 SOS 的密码 ，SOS 比较重要，然后也还算好记吧，就是短长3长2短，3长2短3长这样。我在想到底要不要再继续，还是要换下一张地图？火嫂真的没有在约会的时候扁过我吗？有没有可能我约会的时候不会讲这个？不是这种东西，就是已经在一起了才会讲，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就是已经必须得接受，必须得承受，你已经来不及了。对，可怜。救命啊！我觉得3床2本，要不要好好的再听一下？不要乱讲。你觉得？
我觉得既然都过不了关，我们可以体验一下不同的关卡。好，那我们下一个森林，森林太好看起来应该会更恐了，怖一点。好，Let's go。两个船员沟通到一半，天宫被不萨突然看到不萨萨，决定下一场旅行。奇遇的部分啊。是等等，哎呦，你今天头发变很长哦，你现在没有头发了，那就是我的你大概头发都是给你。那个，对，天下头发有8斗，救命啊！我得1斗，我们要怪物有1斗，剩下给伊利。哎，先等一下，讲错了，是他头发有1担，好，没事。我们现在要把魔女带回去，这个玩法是不是有点太刺激了？这个有点难诶。Keep out, no one returns，没有人会退货。好 OK， ，OK，他们不是好事多。你看我很会机翻。哦，难怪翻那么烂，他的机翻就是请刚刚那个的机翻译的。哎呀，哎呀，那果然还是得敲几下的。敲一下就会好了啦。哎呀，进入这个森林的人都没回来，请你千万要离得远远的，他会困住你一辈子。那我们就回去吧。一辈子。Let's go back。 Let's go，车可以回车吗？这是什么？什么啦？这那个东西太难弄开了，有一朵花哎、他说玫瑰可以抵御魔咒，哎，等一下，为什么按车会有提示啊？这很重要，哎。啊啊！然后他叫我们去找这么开心墓园里面长出的树娃娃。所以我们要拿剪刀。对，他说有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收集所需的东西。我们应该需要剪刀，看是要剪玫瑰还是剪那个树娃娃。还是可以剪女巫的头发，然后嘞，然后把它拿去回交差。把它拿去移植给别人，因为我们是执法人员。这不能直接摘哦，玫瑰不能直接摘吗？真的耶我们不行用工具，太难弄开啊，因为它是带刺的玫瑰，跟我一样。哎呀，哇，有一栋家还有岔路耶，魔女之家。该不会传说中？对，我刚刚在想魔女之家，那是有点老哎，他有出小说哎，我有买。哎，可以开门哎，它有重置。重置哦，重置感觉很酷。看一下，玫瑰在手，时间变多，剪下一缕她的头发，真的要剪她的头发，哦，你很会猜哎，我们真的是执法下一人员，条小狗尾巴，好麻烦。加上从树枝和小孩枉死灵魂转变而成的娃娃，全扔进大锅，这锅汤会着火。已经准备好一个娃娃，但必须用长钉重创它，绝对不能让女巫得逞，是要处理她的意思哦。看来是要照这个配方去做，然后就可以处理那个女巫，是不是？嗯，感觉是。什么？我们两个都跟玫瑰一样，什么意思？我们很漂亮，我们很香。我不是玫瑰，我是鸢尾花。对啊，要尊重，不要不同品种看着鸢尾花想着玫瑰，这样超过分的。我看到一张纸，如果你做错了什么，它就会从你的背后冒出来训斥你。哦，所以我们煮汤的时候亚洲家长欸不能做错，哇，不然他就会从后面。女巫是亚洲家长。原来是这样，那好对付啦，我们已经对付一辈子了。对不起，有女巫的头发哎、啊，不是从他头上剪的，哎，这里有一个那个肖像，哎，这里有照片。你刚刚是把门推开了吗？我试着推门，但推不开。哎，有钥匙哎，哦终于换我捡到钥匙了，大门钥匙。需要防护。我们连出森林的路都找不到，那我们怎么进来？我的，怎么了？他柜子突然打开耶！什么东西？哈，两朵他柜子门突然打开耶！什么？Hello？我刚看这张字条，然后他的柜子门突然打开耶，好怪哦，太酷了吧？那里有人你看吧？他在动哎，他在动哎。对啊，他突然打开了耶，然后我们又打不开了，是怎样？是有人吗？两朵玫瑰是可以在一起的吗？听起来都很带刺，这样才好看，感觉好适合当书名哦。啊，大家不是喜欢这一位吗？互相那个，对，就是那个。那个，你开门出去了吗？我在迷路，
我没有开任何的门呢、哈，哈，你在哪、啊？他门打开了耶！What？他时刚下间到了钥匙门，就开门门打开了耶！怎样？哎、这不是呐喊吗？这里怎么有一张呐喊？孟克的呐喊。在嗯，我走出来了，一直有人影哎，好恐怖哦！你有这边发现吗？东西一直都会动哎，就是那个骚灵现象哎。哦，好常见。天哪，我把那个恐鬼症的症状、恐鬼症的那个现象全部拿出来用了，是他不是？放了好多话哦，他其实有很没有寒温刺骨？哈，哎，等一下这边有一个，你要不要来看一下？这边来了，拿灯来照，它有一个影子。有个影子对不对？好多地方都有莫名其妙的那影子。它这边没有哎，是怎样？我需要紫外线探照灯，然后那个点阵仪跟那个蜡烛，变成不开同的游始在戏了。当对当恐鬼症玩，什么声音怎样？ ？Is that you? 他在玩门哦，No not me。Not you. 他在动椅子耶，然后他这边有一张纸，这里有几个小孩，大家互相照顾。我没看到小孩啊，看不到的小孩。餐桌上面有一堆小朋友的头啦，那个娃娃。我以为是真的，吓死我了。哎、这里有个留声机耶，没有可以按吗？按按看。可以，但不知道会有一怎样。天我在家里的床上睡觉，第二天醒来后就在这里了。哇，传送门呢？这边还有女巫的头发哎。我不懂他的那个，他留声机好像在威胁我啊。我们待在这里太久，好像就会被女巫痛扁之类的。听起来好像是不能在这里太久。这边有那个名画改编，门又打开了，怎样？好恐怖哦！我受不了了。自动门哦，我要回家。对啊，这是自动门吧？可是我有大门钥匙啊，我们大门不是已经开了吗？是想怎样？这不是大门吗？我刚按还是锁起来的，它关起来了。我关的。哦，为什么可以开另一边啊？好恐怖哦！是怎么回事？它的铰链是双向的。有工具可以帮我们收集需要的东西。这个看起来是名画改编的耶。对啊，它的铰链是双向的耶，现在才听懂，怎么做到的？这边是小孩房。哦，时间到了它就会现形，所以我们不能拖太久，是不是？那你知道吗？我们毫无头绪，我们也没办法。对，我们也要小狗的尾巴，然后还有什么？哇，这个门是躺着的耶。门？哦，地上有个门诶，你看这里，躺着的门诶。对，为什么？门从哪里来的？而且还过不去。救命哦！有2楼诶，你有上过2楼吗？还没。好，那来看看。我觉得因为你很聪明，所以你直接找2楼比我告诉你在哪里快。怎么办？这有一个小孩房，看起来有一堆小孩，也没有小孩，但是有一堆小孩的床，还有小孩的椅子，有还有小孩的马桶，哦还有浴缸诶。真的啦，真的有马桶。真的很多哎。马桶很破诶，跟那个军营的一样诶。雄鹰就是那个老旧程度啊。那确实。今天我看到女巫盯着玫瑰看，像灵魂出窍了一般。原来是你哦。我想是不是等一下还要，就是我觉得，我想是不是我们还要进去那个森林的分岔路里面看东西？哦，对，那边超多分岔路的，我们好像得去耶。Oh no！所以我们要下楼了。好麻烦哦。我迷路了。查看墓园长出的树娃娃。哦，这边看起来曾经有很多小朋友，那些小朋友应该是被变成树娃娃了，是不是？都被献祭掉了。太恐怖了！游戏的结局墓园在。哦，没事。那看起来应该是要有。哦，找到墓园了。怎么进去？不对，是狗园。
长得超像墓园的。狗狗是黑对啊，为什的，么狗园？我们也要拿剪刀剪狗狗的尾巴哦？好残忍哦！还是要先拿平底锅没办法敲狗？应该不用吧？需要大门钥匙，连这边你手上是大门啊，钥匙吗？对还是有听没有进去？好那我来了，可以来我来了。那个哪一个开狗园的门了？啊，你有剪刀啊？没有剪刀，我没有找到。门在刚翻了一堆，没有找到。这边可以开。看到了，open。嗨，狗狗，狗狗狗在跳好可爱哦！好可爱，它们超可爱的小黑狗。它们跑出去了，等一下。你不应该开门的。Oh no！啊，跑出去也不错跟啊。Minecraft 一样。这样等一下我们随时需要，就是路边就会跑出一只，大概吧。太棒了，我们太棒了，对，应该是希望可以随是。时看到狗狗。好可爱哦！这边有一只好可爱的狗狗。我要来看看这只狗狗，不，太像了，好好笑，好可爱哦。好，我们现在要干嘛？剪刀，我在你的后面。诶 ，Hello，我问他我告我最洗多伊，烂死了，我摸洗多摸西伊，了，烂死了。 His team's experience. 玫瑰， Think the roses, man. 哎，剪刀找到了。太好了，园艺来捡狗剪狗吧。我们先剪看看玫瑰吗？好，有玫瑰可以剪，然后耶狗狗过来啊！狗狗剪了，有了，它没死，尾巴剪到了它只是少了尾巴。好，看起来超痛的啦。跟科技一样。那你可以剪，不是这样吧？那你可以剪一个玫瑰给我吗？谢谢。不行的，他说啊，我可以直接放玫瑰。哦，他说你已经有了，是不是？是你在吗？哎出现了，我挂了欸。它出现了，我看到你变成老鼠了。哈啊，其实我是有被吓到啦，请说谢谢子昌。子昌，这就是你的魔法吗？就是我们的把火蛇变把火蛇变成老鼠吗？大家好，我是子昌。变老鼠了。大家好，我是子昌。是不能这样啊！我是可以，变老鼠了。我要怎么解除？我吃玫瑰会好吗？我现在比狗还小哎、我也没有办法把东西放下来耶。真假的？猫猫卡还被吓到啊！不能对我按之类的。不行哎。哦，好，我以为按下去，然后我尾巴没了，吓死我了。我没有准心可以对着你。哦什么？我好过分，这是女巫过分。那个要他开的配方。对啊，猫猫卡也被吓到了，太好了，不是只有我。我是有听到鹅的声音，然后那个鹅的声音对我来说很熟悉，因为恐鬼症被鬼献祭的时候也是差不多的声音。哦，玩多了就免疫了。对，有点免疫了。那我想先回去，那个。我跟着你，我至少还能走路。好，好，艾酒和茶茶晚安。你应该可以看得到我的位置哈，或者是我的视野很正常，应该跟得上哈。我好像走蛮快的。哦，好，那还好。不愧是老鼠，还好狗不会追我，不然就太恐怖了。对啊，你又在某个地方下魔咒，我是不是变不回去啊？我觉得我变不回去。是什么骨头哦，可以跳超高的。第二把园艺剪，找到第二把园艺剪了，你应该也可以拥有。我值得拥有。好，我来看我能不能拿。你跳上来了。应该是不能，我没办法，我是老鼠，谢谢啊。不要歧视老鼠是怎样？看鸟出啊没点，瞧不起老鼠啊！我可是灭绝了欧洲3分，不对，不能这样讲。哦，这个很危险，这个很危险。所以它的运作应该是大家可以各自拿一把园艺剪，应该是啦，然后应该是自己的玫瑰自己剪。对，真的。然后在外面要自己找。那接下来我要先找看看墓园。墓园吗？好。只怕墓园是在那个森林的某个岔路之类的。哦，在这里。哦，找太快了吧？随供随丢，我也不知道。这就是那个，我的红队嘴呛贡呛对。这我没听过，但这是树娃娃吧？应该是。哇，所有东西都可以用园艺剪解决。
真的好多语音剪哦。对啊有那个灵魂的影子哎，太恐怖了，在树上到处都有。树上哦，什他么声音？他找你了吗？他扑了我一下，因为你有那个吧？哦，他推倒我，然后他把树娃娃拿走了，哦，他会抢回去哦，好可恶哦，他抢回去哎。好麻烦，怎么那么难对付啊？但是老鼠在跳的时候会叫，超可爱的。啊，他出现了。哪里啊？什么？他拿了玫瑰，然后我要再去捡一朵玫瑰了。对你需要新玫瑰了。新玫瑰同龄，好，太快了，反应太快了，有道理听到关键字就。我是跳鼠，是不是有种动物叫跳鼠啊？有吗？有，很小只，然后是生活在沙漠的。哦，我就是那个跳鼠。嘿，沙漠跳鼠，它叫好可爱哦很可爱，它真的很可爱，一球小小的，然后尾巴很长。哦，我觉得我现在也蛮可爱的。我要去找玫瑰。我早已为你种下999。他又推你哦，他又要拿走玫瑰了。那个，没有没有，他拿走那个树娃娃。哦，好烦哦。那没关系，你有一个可爱的动物伙伴。太棒了！接下来我想要找一把大锅，然后还有一个娃娃哦，已经准备好一个娃娃，但必须用长钉重创它。所以要先钉它才可以用。然后我们现在有头发、小狗尾巴，然后还有一个树娃娃。我们还要树娃娃，再来就是要找大锅，全部扔进这个大锅。这锅汤会着火。它可以在哪一边煮啊？不会在厨房。狗狗虫，好可爱。狗狗虫刚跑进去玩，好可爱。对，超可爱。他刚迎接我，是不是？对，应该除了被剪尾巴那只之外，应该这些狗蛮开心的。对。可是娃娃没有完整的啊，然后个大锅，一直跳脚，好酸哦。这边明明有火炉，可是哦，我们是料理鼠王哎。对耶。我可以跳到你头上吗？应该是没办法。跳到我头上，我们就可以做菜了。我应该是没办法。太难过了啊！好吧。他又出现了。好麻烦哦，好麻烦的女巫。我给你啦。你玫瑰没了。我刚很近的看女巫，她有点像那个，她造型很像那个哈利波特那个石狮鬼杯啦。我忘记他长怎样了。就是那个剪刀手爱德华的老婆，还是不是？还是那个那个查理的巧克力梦工厂的妈妈，同一个演员。哦，看好多欧美片哦。就是小时候刚好都在看这些。哦，好像还不错。有娃娃，可是就不能没有。该不会还要再找什么长钉吧？应该是哦，感觉是哦。还不能拿走。不能，娃娃不能拿不起来。你站在娃娃头上，我飞起来了。对，你飞起来，你刚刚是用滑鼠转视角吗？哦，是这样吗？这样就会卡 bug 吗？我不是我不知道那个你现在旋转是用滑鼠在转吗？对对对。它又出现了。它太快了吧？它是越冒越快因为我们拖太久了，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应该是。你可以一直转圈圈吗？我应该就会偏离，对不对？感觉是这个意思。无一啊一，无一啊一。谢谢，原来是这个意思。抱歉，我不想玩这个。太好了，太好了。因为它真的就是那个很像对，真的很像。真的很像无一啊！救命！天哪，一个恐怖游戏真的不会玩，真的被玩到不怎么。他怎么这么快就冒出来了？太搞笑了！但我看到他的影子在追你，他好烦哦。对啊，很烦啦！我找玫瑰啦。海伦娜常演疯疯的角色，蛮喜欢。原来如此。对，他的演员。有几个就是看起来外形蛮疯癫，但他就算疯癫还是很好看。这个没办法，这个是对，真拿他没办法。对啊，
他可以演那个《巧克力梦工厂》里面查理的那个妈妈，非常温柔的形象，然后也可以演那个食尸鬼贝拉超级疯癫的形象，这样算很厉害，真是很猛，戏路不同。真的很厉害，能伸能缩。啊，锅子在哪里？啊，娃娃又在哪里？是把锅子藏到这森林边娃娃里哦。对哦，还要找钉子，对不对？对啊，哎哎，这个东西可以动，为什么？啊，是哦。我刚可以动踩在这个看起来很像假肢的东西，然后我在动，然后我在震动，然后它也会动。还是单纯的模型卡住。我在物理碰撞坐车车，好可爱啊！你在坐车车，我超可爱的你，真的在车车上哎，好好玩哦！好怎么那棒哦！么好玩？对啊，好赞哦！你是那个人家宠物的花枝鼠，超级聪明的那一种，好可爱，我怎么你可以做那么可爱？特技，好难，我都跳不到我想去的地方。太棒了！好可爱哦！它出现了，它椅子会自己动哎。对啊，小朋友的灵魂吧，它出现的时间太短了啦，有。应该是我们拖了很久。抱歉啦，那个他要太难喝汤，了我们没有办法，找不到东西呢。我换我要变老鼠了，好吧，我没有玫瑰了，马子里晚安啊！又没了，他来吓吓又你而已。没声音了。你在哪？哦这里有树娃娃耶。跟恐鬼症一样，会有那个会有稍微灵动一下，就是鬼出来跟你打个招呼，跟你 say hi。对，然后什么时候不做，然后动一下东西就走了，然后他有没有要猎杀？他也想偷休息。业绩很够的时候，对，没有压力了。现在又要找玫瑰了。我现在又要找伊犁找到了。我在狗园。哦，好，没关系。我要折返了。好，那我想想看。给我施压啊！对，就是恐鬼症的鬼有时候都啊，那个王子的灵魂找我了，他要去夺回树娃娃了，好麻烦。好麻烦哦。有狗狗，然后女巫要出来，哎，好像听到女巫要出来，但又没了，狗狗叫2声就没了，到底狗狗还是女巫对狗狗狗下手了？我只听到那个啊，又来了，哎，我发现一个特点，就是我要走进墓园之后，女巫就会消失。哦，真的哦。她声音就会不见。所以在那里是安全的。对，应该算是安全的，但是那个树娃娃的灵魂一直在追着我。然后我现在要追找到他就会把它拿走。对，我就要再重新去拿。然后我现在要找锅子在哪里？我发现我能做的事就是到处跑，然后一起找锅子。是的。找到再跟你说。好，那我就先冒目的乱走看看，然后顺便躲一下那个讨厌树娃娃。我要找到喷水池为什么？好酷哦！怎么会有喷水池？哦，这边有一个古堡，这是哪里？又一个园艺剪，谢谢，超烂。没有用，老鼠拿不动。好，树娃娃被拿走了，被拿回去了，没关系。好讨厌的感觉。这边有一个喷水池，但是完全不知道喷水池是干嘛用的。哦耶，老鼠可以蹲马桶哎！我居然不会掉进去。好，没事。那我可以泡澡了。救命！不要用马桶水洗澡啦！没有啦，我是去浴缸啦。好，我以为你要在马桶里面。这也太老鼠了。吓到！对，我想说，你是老鼠，但可以不用这么老鼠。那个，既然都已经变成老鼠了，赶快习惯一下。老鼠就是要有老鼠的样子啊。是但不是。
救命！对我还记得我曾经是个人。嗨，三次方，宝箱怪都用马桶水洗澡吗？并没有。锅子到底在哪里呀？我看看我能做什么。嗯， Let me do it for you。结果我差点走回车上哭啊！我知道，我们我都很找到你了想走回，对啊，我们都很想走回车上。我知道，哦锅子是可以在哪？我是能看字的吗？老鼠看得懂吗？应该可以吧？没办法，他说你不能，你是老鼠，啊，太过分了！好坏哦！怎么我变成老鼠就不会？会认字了。天哪！那我真的要用马太难过了桶水洗澡等等，感谢三次方加入会员4个月，哇，4个月了，谢谢三次方。这个月我跳得比的会线我们狗高已经决啊，没事跳得比狗高，真的假的？对，因为狗也会跳，但我跳的比较高。哎呀哎呀，啊，女巫又出现了，哎，好像在家里面比较容易遇到女巫，出现这样子。哦，这是鼠类骑士，确实。救命！哦，因为我跳我会一刚刚忘记我要直叫嘛。哦，哎，这好，走我想不了起来了，这个月的会线发疯的题目已经想好了，谢谢大家。太好了，太好了。大家喜欢听我们发疯，然后那个针对现在外面发生的事情做点评论吗？发疯，嘿嘿做点发疯。哦，不完全是评论，但还蛮发疯的。先发疯再说。是的，哎哦，老鼠可以跑超快的。哎，进化湖，你应该不会可以跳进来吧？什么？居然有这种事？你在哪里啊？都我跑太快了，我迷路了。好，我现在在三岔路。是要到墓园。墓园是右边。哎，你进到墓园之后再跟我说。我看到喷水池，我是不是走错地方？对，走错了。哈哈，我是路痴，怎么办？喷水池，你走回三岔路。女巫的家，然后女巫的家我在墓园门口。有了，哎，不对，这不是，这是我自己的灯。等一下啊，我在你围着房子绕一圈，应该可以看得到。好，我卡。感谢猫猫可爱加入4个月会员，谢谢。然后火蛇表示，我变成老鼠还会跟我做朋友吗？一定，就是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有了，这里，走吧。什么意思？你是说特定的老鼠就是可能不是朋友吗？对，有些不是啊呀，有些那个就是会送恐怖游戏的老鼠？不是不是好，不是好，好，不是，那个也是不行的，这很像是在指，就是那个这边前面，太好了，就是那个中世纪的那个。个老鼠就有点危险啦。你跳得进去吗？跳进去了，请问我会变回有人吗？了，有了，耶耶！你跳起来好欢乐哦。那我们可以去找第2把园艺剪了，太好了。对，园艺剪刚刚一堆。耶！我没有想过可以变回来耶，太好了。有了，终于把你救回来了。谢谢，我还有救，我就知道我还有救。耶，你可以摆脱老鼠的身份了。太好了，终于不是老鼠了。好发疯，不用评论，大家够疯，对啊，大家都喜欢看我发疯。真的。感谢一头加入会员，天啊，你有一天也要加入我的会员，就是今天谢谢加入耶。看一下，差一点就要有劲，是对，真的差一点点。那个，我也有认识一些其他老鼠朋友啊，像是那个很有活力的，人家是仓鼠还是黄金鼠啊？完蛋了！哦，没有搞清楚人家的品种，完我记蛋了。得他出配信有讲，有讲，对，我忘记了。我只记得他有讲，对你也忘记他的品种吗？我不承认。
没关系，至少它是保加利亚仓鼠。鼠吗？真粉可以回答一下吗？真粉会知道答案。帮我们解答一下，我只知道它可爱鼠。我知道它会让人笑鼠，这是真的啊？不是吗？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是没错，是没错吧？它那么好笑，是它的名字啊，对啊，它很活泼、很可爱、很好笑啊。对啊。完蛋了，完蛋了，终究是冷漠的商业关系。冷业的商漠关系。抱歉，我连字都不会念。没关系哦，我连玫瑰都找不到。我们先找园艺剪。有，我找到了，我捡了树娃娃了。哦好，树娃娃在，女巫出来了。他来找我了吗？哦好，他在墓园前面消失了，然后树娃娃的灵魂在找你，他把你推倒了。对啊，我倒了，好痛哦。玫瑰的话，可能要在门口的那个树林里面比较容易找得到。好啊，还是我就算了，我就不找玫瑰了。还是先等等啦，我们还是找一下。虽然我们现在墓园里面暂时算安全的。好，等等哦，一回过头就找不到你了。我在墓园里哦，我也在墓园里。我看你在闪灯，我尽量闪灯。对，我在闪灯标示我的位置。OK， 好。OK。讲都不会话了，没有错，连说都不会话，我哪叫可怜？哦，我想一下，什么？好巧，我们都在墓园里，什么意思？我们可以就是从墓园一起离开，没有要葬在一起的意思。哦，太会想了吧？这些人是怎样啊？是可以不用这样耶，真拿你们没办法哎。进展太快了啊！这边有玫瑰了。哦，太好了 ，yes， 有了，我们有保命符了。拥有。然后最重要的还是找到锅子，因为没锅子什么都不用做。哎呀，树娃娃已经都那边而且还一堆，嗯，对啊，然后还要什么娃娃跟长钉。What's that？ 没锅子都不用玩呢。哎呀。又不是玩 Cookie 妈妈，第一个不对 ，Cookie 妈妈还会给我们锅子哎！等一下，救命啊 ！Cookie 妈妈还会给材料给锅子哎，这好过分哦！对啊，锅子还要自己带哦，不是啊？那个车把我们载来是不会提供一个锅子哦。对呀，这么穷，什么站在一起浪漫？好了，够了。先等等，玫瑰在手时间变多，剪下头发，所以是先下头发。你东西你都有哦？嘿，我都有，只差树娃娃而已。还有锅子，到底是哪里有锅子啊？烦死了！我现在要走回去那个喷水池那边，但是我完全找不到方向。不求同年同日生，是也不用这么快要那个。不过往好处想，我们这边，这边是我们活最久的地图了。他来找我了，好烦哦！你在女巫家里吗？对啊，我想说去里面找锅子。家里好像比较容易看到他。好像是他很喜欢在家里。跟我一样。有人说下葬了只会变成伊里的肥料，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耶。有道理耶，谢谢。一头想到周边点子了，真的假的？哈，我在你的身后。嗨，偷捡小狗尾巴被你发现了。啊，没关系，反正我也有一条。我们现在是共犯结果。好但我还没捡到，我还不是。好，不要出这种奇怪的周边。什么？把花种在花车里面？你也是很会想这个有点意思。可以不要吗？然后我们还可以委托给礼物，让他捏陶。天哪！不可以。不可以，但是这个产业链非常的合理。卖贵一点好了，那可以。前面有一只狗狗，它的尾巴好可爱所以我也有了。它叫了。对不起，我太想要一条狗尾巴了，听起来好怪啊。好，捡尾巴有成就，Poor puppy， 对，谢谢。对，很穷的狗，不对，
很穷的狗，那不是在说我吗？完蛋我了，是资本主义的狗，完蛋又了穷，字字不提人，句句不提人，字字不离，字字不离人，大概是这种感觉。完蛋！有人说被骂到了，不对救耶！命！我现在好迷惘哦。哎，又有狗狗哎，怎么这样好坏哦？没办法，这是女巫要的。天哪，啊想买了！什么太那个了吧？大家的接受度好高哦，太棒了吧！好完美的商业关系哦，对吧？就是只有在这种奇怪的地方想奇怪的事情，脑袋动很快而已，其他时间都很慢很慢。有钱赚好说，女巫不要来，女巫很烦呢，超迷惘的，我根本不知道我可以干嘛。没错，捏一个小小的可爱桌上小摆饰，好像也不错哎。现在就可以画一张，太快了吧？等一下，刚刚有人听到阿慧说想要狗尾巴，是那样没错，但不是那样，但也没有不喜欢，如果可以的话，想要整只狗狗。可以不要拆开来锅子到底卖。在哪里？对啊，是把锅子有藏到哪啦？喷水池你没有啊，喷水池吗进不去啊。啊，也不对啊。哦，哎，家里好好的贤惠漂亮拥有花，不要跑去野外找那个狗尾巴草，就没有办法，我们被丢包进来了。救命啊！ There has to be an 来看他会不会告诉我。总部不能施舍对啊，总部不能施舍个锅子给我们吗对啊，或是给我个提示吧。 check out the twig.？Give me a sign。树娃娃我知道啊，某个地方施魔咒，所以呢，我要抢他锅子哦。 Tool that can help you collect what you 什么意思？ Give me a sign。没用哎，给我一个签名这样子。 roses may offer 哦，那是 signature，不是 sign 是动词。好，没事。算是动词。 help you collect what you need. 家花哪有火花香？不是这样，先等等，我们被丢包了，这不是我自愿的。对啊，我根本就不想要做这么危险的工作呢。子仓 OK 是什么意思？怎么了？怎么了？他也要来玩这个哦？换什么东西蹦一下，门被关起来了耶！啊，哪个门？门被大锁起来了耶！要猎杀了是不是？恐鬼症我也遇过了啦，这个我不怕啦。他把你锁在里面啊？他把我锁在里面了。啊，你出不去啊？所以你只能逃吗？哦，留声机有声音呢。他说什么？等一下哦，好，你他听。就是大意就是说那个女巫会跑来找我们，然后我们谢谢东西都会在动。就是哦，用长出来娃娃当牢笼。哦，就这样没了。什 Give 么？哦，Give me a sign 啦！哦，我说的是 sign，不是 sign 耶。我这边的也很烂呢先等等，给一个 sin，一个 cos，一个 tangent，谢谢。哎其实我刚刚有想到， OK，然后我被锁在里面了，是不是？我还很想要打开，但是我打不开，每一个门都不让我开，怎么会这样？哎，又开了耶！这是刚刚恐鬼症在玩呢。有了，我现在出来了。吓吓你而已。他就真的是在灵动哎，所以刚刚真的是算开猎杀了吗？开可是那个恐鬼症开猎杀门都会锁起来。哦，对，但好像没发是我现在生什么事，对我活下来了。太好了。这是小朋友的房间，好强烈的占有欲，这就是我们女巫的玩法。什么玩法？什么意思？哎，我找到钥匙了，房屋钥匙，谢谢、哦，太好了。门都开了。哎，小狗不会变老，它们总是被关起来，而且不准跟它们玩，所以这个是特别的小狗。嗯，我又失去玫瑰了，好可恶。应该是快没有玫瑰了。玫瑰长应该还快一点。应该还在某个角落应该还会很多。好，我想可想，能要再找一下。因为它有衣柜，可是却不能躲，这也是蛮可惜的。蛮好笑的。对啊，
衣柜不是最安全的地方吗？太好了，我又有玫瑰了。这边到底要怎么走才对啊？我搞不懂哎。重点在那个锅子到底在哪里？对啊，会提供一个锅子哦，这简直是去火锅店吃，然后就是说那个锅子要自己带，那会真的很火哎。而且我们厨房一堆锅子就都不能用，什么对啊，东西？然后我在2楼床边也找到一个，就是看起来很漂亮的锅子，也不对，但也不能用。对啊，是怎样？是一定要那种刻板印象的女巫锅。要这么大的干锅、哦？这边真的也楼梯间下面也一堆锅子啊，就不能用。真的哦， Excuse me，你打开那个门了？啊，往下那个你是在地下1楼吗？没有哎、我在1楼。我记得地下1楼好像需要钥匙，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去下面拿锅子啊？等一下，我先躲一下女巫。好，感觉他就是把一些关键的东西藏在一些很烦的地方。嗯，如果他有地下1楼的话，我要去找一下，我要去看一下地下室。啊，有人说好像不是找锅子，不是找锅子，那是要拿什么？我们到底是读错了什么讯息？原来今天的游戏是锅子躲猫猫。对，我们需要，还是说它真的有一个定点的干锅可以？实验室的井水什么时候有实验室啊？实验室，我们是有看到净化池跟喷水池啦。是那个吗？啊，可是我们刚刚互动没有结果啊。还是那个楼下是实验室，然后有水？那我看一下，我先再进去看一下那个。我也想进去找你耶，看会不会遇到女巫啊？我觉得女巫可以用风筝战法放开，哦就是跟她稍微拖一下距离。哦，你发现她地下室要可以怎么去？我发现可以，就是远离她的房子就可以稍微的躲避她的攻击。我也忘记那个要怎么下去了，我超不会记录的。我看到你了。好，但我忘记那个在哪。这里，这个这样就可以下去了。下面会不会有水啊？但你还记得配方吗？我根本不记得。我们需要树娃娃，这个是火，这个是啊，对了，我们需要树娃娃哎。有了，在家中主导一切，找到女巫的老窝。我找到井水了。好，那等一下哦。我记得正好我们还需要，我们需要树娃娃。第一个是头发，第二个是尾巴，然后再来是树娃娃。好，我去找。好。可是我们是不是还要再找一个娃娃啊？哦，对，还有长钉跟娃娃，但是材料是不是可以先下，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做错就会被女巫扁。好，那应该可以哦。树娃娃应该可以。问题是我太笨了，所以我要找一下树娃娃在哪里。在房子你绕一圈再看墓园。好，墓园，我找到墓园嘞，没找到树娃娃，怎么会这样？看一下地板，好，应该会有蛮多的。我们刚刚看还蛮多出现的。突然要找的时候就找到了，然后再来就是跑给他追。完了，我的玫瑰已经被拿走1朵了。我的还在。完了，他马上过来追我了，他拿走我的玫瑰要，有了，他不见了。他吓你？怎样？哇，真是跟恐鬼症一样，玩一下灵动。我想不起来那个门在哪，哈哈哈哈哈！透明药水，有透明药水。我被推倒了啦！哦哟，哇，好讨厌的感觉。所以真的要够快哦。那我要也上去记得路哎。没关系，那我也去找树娃娃，跟顺便摘玫瑰，然后试试看能不能够快达到目标。好，我试着记一下路，这样比较实在。走这里出来，这个门是哪个门？玫瑰，玫瑰，我爱。不行，大家太开心，真是够了。
些人很麻烦我只是想唱这一段，这几个字而已，没有特别的意图，大家不要想太多。Player must throw the hair, tail, and the doll into the cauldron. 哈？对啊，我不觉得有什么树娃娃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他刚突然跳一行字说，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是怎样啊，好怪哦，什么意思？ ？I don't know。而且我又迷路了，什么意思？怎么又迷路了？我真的不会认路，救命啊！不管是在现实还是看到你了，在游戏我看到你了，你先那个先冷静不要动，我好，我在你的后面看到了， ，OK。然好，后墓园在不是这条，对，那时候墓园应刚走该在错的，墓园在哪？完蛋了，被我传染了。墓园应该在，我总之绕一圈应该总会找到的。哈，这个步骤要重复9次，真是够了。哈，真的假的？难怪有那么多狗，因为我们学校那么多尾巴。哭啊！我无法，我要哭了。我们做完一轮，我们就直接结束好了。真的哦、就是树娃娃、欸，就是去总部。好，然后这里狗狗迎接我真的好可爱哦、这里，啊，我知道，我认得这幅画了。哦，画可以拿来认路，哎，好赞哦、很棒。他应该追不来这里吧？会哦，女巫会跑进来哦。不过那个树，树的那个不树会，幽灵应该还会跑进来。好麻烦哦、他们不会互相有那个。先哪个啊？他直接按下去就全部都会那个丢进去了，哦，好麻烦哦。啊，我没有头发，我会被扁。哦，哎，你被扁了要把那个拿回去了啊。头发的话，在那个我记得上面餐桌有。好，它是一堆可以一直拿。对，无限畅所以我们要真的要重复9次吗？好像也不是不行，但他有写要重复9次哦、我没有看到他写到9次的部分。没有 get 到这个资讯。这游戏是怎样？各种事情都要做9次。原来如此，太久了吧？是不是女巫要来找我啦？跑出门就好了，跑出门就好了。哦，太好了。看一下， Yes，这锅汤会着火，已经准备好一个娃娃，该不会还要找娃娃吧？这锅汤会着火，还是像那个处理过的树娃娃，是这个意思吗？哦，看一下哦树娃娃不对，我要找头发。晃神了。我知道了，等一下，我刚漏看一个东西，那个，因为我刚刚看最后锅子上面有一个飘起来的娃娃，所以我应该要去拿那个。哦，那个要拿哦。那个好像要拿，那个好像要拿。头发是哦，我找到头发。嗯，他把那个抢回去。哇，再去捡一个。这游戏很难诶。有了魔力树娃娃，有了，我拿到了。好可爱的名字，有点古朴。魔力树娃娃还有那种奇怪的玩具，古早味的那种。魔力树娃娃。啊，对，这边有一个透明药水，你要不要喝看看？在地下室。好，我等一下过去的时候喝好了。好，那个在中间的桌子那一边。中间的桌子嘛。就是你的那个地道走一走，会看到一个桌子。好，我看看哦。算了，我先看。我刚刚讲到那个地道，我想到那个最近对上面有一个，你为什么要讲之语的文章？结果他说的地道是真的是 tunnel。对，真的是他的地道。不过人家用的词是不一样的词，然后只是刚好想到有这件事情，我觉得蛮好笑的。等一下，什么叫做中间的桌子？你在往那个我们刚刚走进去锅子的中间一段路，会看到有一个桌子、骷髅头跟放大镜，然后比较靠右手边外面一点点的，它有一张纸，上面写着透明药水，然后你可以点那个长方体的瓶子，有一罐是透明药水可以喝。我喝了，但我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
然后已经准备好一个娃娃，但必须用长钉重创它。好，现在我们要找长钉的意思。好好，问题，长钉在哪里？这游戏太残忍了。长钉在哪里？我就我问。不行，我不行，不告诉我们已我在经拿到哪。也许有工具，工具嘞，是在某个可以地方下魔咒，我们找到地方了。对，我们找到地方了啊，是这个意思。好，哎呀，长钉嘞，哎，长钉，等一下啊，哦，你找找到了哦，到长钉了，哈，在，哎，不对啊，拿不起来，因为我们那个第一开始的牌子，它的纸就是用钉子钉起来的啊，可是拿哦，不起来，哎，是可以用什么把它拔下来吗？不能啊，呃呃，嗯，救命！唯一看到钉子的地方是这啊，这个游戏的所有关卡都玩过了吗？没有，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总部，对，但是感觉总部也很难的感觉。既然是还是最后一个，哎呀，还是有一个工具是可以拔钉子的啊。应该要有吗？ I'm not sure。我也搞不懂。不过我们有娃娃了啊，就只差钉子。钉子我也只看到，哎，这边也是钉子，也不能拔。也不能拔，就是我们那个配方那边也是钉子。救命！Why？ 啊！ Why? Tell me why is nothing gonna break？为什么？ The player that must impel it to the wall， 所以没有说要长钉是吗？Impel it to the wall，所以是怎样？你用园艺剪把它钉到墙上也算了，是这个意思吗？可是机翻太烂，要钉在哪里？哪个墙必？须用长钉重创它。我搞不明白。我切成英文。好，我们解决机翻问题，就是火舌翻。我也看一下它的 A 语言 doll 到底 is 是长 prepared but must be harmed by the spike。尖钉。Be harmed by the spike， 这个算 spike 吗？这个就这个，对啊，它围里也是 spike 啊，这可以吗？不能。不行，没有反应。那我们就要去找其他的 spike 就行哎。spike 在哪里？对啊 ，spike 在哪里？绝对难倒我们了。真的难到爆了。spike Which spike？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 spike？ spike， 我是觉得很失败。真的耶。狗园那个、哦，狗园那个墙壁那个算吗？还是最一开始的路牌有可能吗？没有，我刚刚也在那个一开始路牌点了很多次，没有反应。不行，我在狗园了，spike 它的那个威力没有用。没有任何的 spike。然后我也只能到处找看看了。好不友善的游戏。它提示好少哦，然后哭了。感觉卡太久的时候，如果可以再给一下提示，还是比较好。对啊，那也有点笼统。对啊。想一下，感觉今天真的恐怖倒还好，主要是困扰。对，真的困扰比较多，已经不觉得恐怖。对，只觉得很烦，到底想让我怎样？哎呀，对啊，这种指示不清的真的是好讨厌哦。对啊，简直是不讲理的上司。你去做这个要怎么做，你自己会知道。这种事情啊，就是这种事这种事情你应该不要问我的啊。然后这种小事你还要问我哦。对啊，真的也太像了，太像了，受不了了。真是些。哎，这是什么 ？Anyone entering these woods never return. Please stay away. 哦，这个钉子不能拔。好，对你说过了。万能车车，请给我提示。Check out the twig dolls growing in the cemetery. There has to be an area where the witch
I don't get it。啊，钉墙就在实验室。那个钉子我懂了，那是钉子哦。什么时候有钉子？那个是 Spike 哦，那是一个 Spike 吗有一个很像，有一个很像那个啊，原来是那边哦。我看到你的灯了。但我走错路了。来，要认话，要认话。这里啊，对，原来那个就是 Spike 哦，那我们还吵半天哦。我们还跑出去嘞，谁知道？对啊，真的很不明显呢，谢谢哦。这游戏好困难，不适合我。对，我也不太，那应该是这样子吧。哦，有了，释放魔哦，我看一下，他跑他来出了。了啦！要干嘛啦？你花没了？然后嘞，我花还在。那他就只是生气一下嘛。你看，1、2、3、4、5、6、7、8、9、10、11、12，有这么多哦。It looks like you're weakened. ？Keep doing that. 哦， Keep doing that, no！但他说我们是弱化他，所以他应该不会越来越强吼。我不相信，I doubt that. I Sounds doubt. like that, but No， 我不相信。 but 我想到那个一直 but 的那个 Adventure Time 有一个很好的回嘴的方式。But is your ass？ 这个是小朋友吵不赢会用的。对我好爱，可是他是 Jake 说的。那可以，他太可爱了。But it's your ass 。那时候我跟那个外籍老师分享的时候，他也觉得很酷，很好笑啊。很好笑，这很有趣。But it's your ass。找不到那个，我们要做12个，那我们直接切到总部去好了。好啊，虽然我组了一个，让我有参与感。哎呀，反正最后我们一定是要把女巫绑带回家啦。我需要参与感，我快好了。你现在有好，你有哪一些东西？我有魔力树娃娃了，耶！然后去第一个，第一个有参与感了。好，我们去走步。有你拿到成就了，好，走吧。我们走吧。我看到女巫在叫。好。要做12个，Come on, see you。啊，踢足球只要11个人就好了。他把我玫瑰拿走了。好，那我们现在都没有玫瑰了。第12个是教练呢。有道理，有道理，好棒！我们这魔力树娃娃可以组一个足球队了，谢谢大家。对，组了一个足球店，送一个教练，耶！太棒了，不用一整团要出去踢足球了，太好了。那我们就直接切到总部喽。好，走，不晚了。不玩了，不跟你们玩了，你们那么多人欺负我一个。啊，这是老电影的。是那个对，那个赌侠还是与龙共舞啊？忘记也不是与龙共舞，应该是赌侠吗？总之就是以前的港片啊，这样。哦，嘿，好，我们去总部看一下。好，真的是会谢的。这游戏真是有够困难的。总觉得又会指示不清应该会电梯哦，好炫哦。To PA HQ, Paranormal Activity Helpers Headquarters. Your main goal: keep all entities contained. 收容所有实体。听起来很 SCP Thanks for 对 helping 啊 us during this power outage. 停电期间，谢谢哦。开关要插电，这是电池是不是？哦，81%的电池，插，开，Nice。然后嘞，这是什么？哦，还要再找电池哦。哦，桌上是不是还有一颗啊？还是有还有一颗我拿走啦。它耗电好快哦，马上就76了耶。太恐怖了，这要怎么玩？还真的可以拔起来？有这种事吗？我拔起来看看会怎样。先进去好了。不这边有一行，个54的电池，它要用完才能拔掉而且它是可以拿回去充电的。哦，可是有充电的地方吗？我不晓得等一下，它是怎样？它厕所没在清理的为什么卫生纸那个芯跟那个卫生纸会在地板上？哦，
是君临硕哎，他说不要怕，直接冲，然后看到鬼就转头跑。好哦，听起来很简单。看一下哦。哎，出口哎，你不能离开。好，谢谢。啊，酷啊！好黑哦，好黑哦，这里有够黑的。哎，有电池哎，女厕，抱歉，在女厕里面。所以对女厕有2颗电池。我很抱歉，我进女厕，但是我是为了要找东西的。这没办法，特殊情况。紧急，一次只能拿1颗电池，我真的谢谢哦。我们的那个肌力很不够哦，做这行至少要1手1颗吧。对啊，这里有够黑的哦，感觉怎么了？你看到东西了吗？什么叫自愿截取 DNA？ 哇，我看起来超级不自愿的，什么意思？我怎么了？我在发光吗？在亮哎，你在发我在发光哎。哦，他说这是恐怖游戏准则，所以不是这个游戏专用的。好，那不一定有用。哎，你也被截取了啦！看我了，你也在发光哎，你好闪亮哦！我只要逃离它的那个光线范围，就应该不会被截取到了吧？截取会怎样吗？也没说，不知道。对啊。哦，这一堆神神秘秘耶。啊，不是啊，没电池了是要玩什么？电力耗尽才能拔下来，好麻烦。要再去女厕拿电池，很多颗。你身上还有电池吗？哎，等一下，这里怎么可以开门？我怎么在这里？我也不愿意。有电池哎，他只能让我走这里。我拿到1颗了，83%的。好多哦，好多电池哦，这是个插电池游戏啊！天啊，太多了吧 ！Disruptor， 按下去会有镭射光，什么意思？我就随便乱按哦，我不管会发生什么事哦。这里什么总部啊？超怪的。这个要电池，好，镭射光启动，什么意思？我到了一个很像休闲区的地方哎，它有贩卖机、保龄球跟飞镖台。飞镖可以玩吗？飞镖好像可以玩哎，可以耶，飞镖可以玩哎。好，我也要去玩。等一下，我在那个距离一开始的地方，门口的地方。花费我们电脑的电费去帮虚拟的其他人充电，好棒！飞镖，它就叫 break room 哎，真的是休息室啊，飞镖哎，看看啊，然后这边还有电池，我看一下保龄球能不能玩，直接掉下去，可以耶，球可以拿哎。这里有颗电池哎，还好没有进来玩，这个只有31%，超烂的，好少哦。这是可以充电的吗？我也要玩保龄球。而且它球道还有限制哎！全倒哎！全都有成就吗？没有，好过分哦！好吧，我有我有至高无上的荣耀，还是要那个要 Turkey 才有成就，会不会？就是要3个球，要3次哦，这么狠！不行，失败了，好不玩了。这里怎么有路啊？好神秘哦！坐着休息的地方。这个咖啡机耶，Premium Coffee 哦，感觉好好喝。可是它没有电，没有插电，没贵电。看一下 Research One 研究室，感觉很恐怖哎。哦，是什么？有电池哎啊！对，文件拿不了那么多。哎呀，你是只能拿1个。自毁系统，如果逃脱的实体数量太多的话，就会启动自毁流程，然后就会把整个大楼炸了。那我们干脆把它们全部放出来，让整座大楼炸好了，就跟我们的第一开始的鬼屋一样。对啊，我们某种程度上成功了。对啊，好，我们就把它们全部放出来，但是要怎么做？他们都停电了，应该没理由还可以关得住吧？对啊，就赶快炸一炸啊！哎呀 ，Supervisor， 这里面有什么？哦，是他在里面。他直接躲起来了，超没品的。哭啊！你很废哎，要你何用？你长得好科学家哦。哦，是吗？对，你看起来就是刚才那个戴帽子那个外形。可恶，我又重复了。
但至少它的造型是好看的。好吧，虽然我没看到它长怎样。Research Two，我们有经过 Research Two 吗？还没，我们只进的是第一间。感觉又是一堆那个、好多文件哦！闹鬼模拟，一项简单的闹鬼模拟实验，用于新进的片缺员工，必须通电才能启用。一旦入内，除非破解模拟，否则不得离开。有些员工参与模拟却一去不返，要却也。你就在做这些奇怪的实验。来，我这边的是次级收容装置。次级收容装置收容了次级灵体，天哪，还有二等公民吗？灵体也有二等公民。这个装置使用的是超自然磁力科技，如果这个装置断电的话，次级灵体就会逃脱，不是废话。重新为装置提供电力，就会把它们拉回装置内。自由游荡的次级灵体会造成问题，废话，不然有时候一开始要把它关起来。哦，拘留牢房，低楼层的拘留牢房，天哪，这个还有很多层哦。是为了关押超自然生命体存在的，他们受到超自然护盾科技的介护。反正只要牢房通电，他们就没办法逃脱。只用电池供电的牢房可能会无法正常运作。哦，那我们就去牢房把那个电池全部拔开，这样的话让他们全部跑出来，就可以触发自毁了，太棒了！我们就可以下班了。好，没错，我们就可以永远的下班。永远不用 Research 做工 Three 作。耶，怎么这么多？好，塞一个电池进去。Caution laser，越来越乱咯，恐怖哦。Disruptor， 这该不会就是那个摧毁的按钮？那个按钮你有按过吗？你说雷射的、红色的那一个，按了之后我看不出他做了什么，真的看不懂。他就在那边喷雷射，喷一喷，然后什么都没发生。哦，OK，我可以进去哦。哦，不行，他把我挡住了。感觉是这里闹鬼的时候可以开这个吗？他单次使用。还有你刚刚没有出来，我觉得你应该会被他把我挡住了，他把我挡住了。哦，强制挡住，我是不能自动，我不能主动跑进去。太可惜了，我们不能强制下班。不一定啊，你现在如果站在那个走廊的话，说不定我可以把你，你要试试看吗？我试试看，我试试看，好好玩哦，是这种，等一下就剧终，全剧终，真的哦，我要按了哦。好，来，请，My bro， 他应该会有防呆吧？没有，不会吧？你还活着吗？免疫耶？什么嘛，真无聊。就亮亮的而已。你也不是普通人啊！你也不是普通人哎！天哪 ！Nothing happened。搞不懂这游戏，真搞不懂哎。继续冲到底，我们还没到底吧？这边有一堆怪东西耶。Special access 感觉好恐怖哦 ，One way exit 哎，根本就出不去。这边有娃娃跟玫瑰，还有有毒的鸡，我知道鸡要怎么做了，谢谢。我这边有那个闹鬼模拟器，你是在那里吗？我在另外一边，我在那个这边这边 Supply OK， 然后这边还有骷髅。我们应该会拿一些需要的道具，是不是？不是，这是有毒的鸡耶？为什么？可以拿吗？玫瑰耶，娃娃也可以拿哎 ，Why？ 有毒的鸡，应该不是要我们处理吧？要吧？我找到那个闹鬼模拟嘞，那个 Haunted Sim 应该 Simulator， 什么都可以拿哎。哇，加碳害，加碳害，拿！救命啊！然后这个是，为什么这边会有一台发电机啊？这是充电的，这是充电的。找到了。它充很快，好赞哦！真的耶，好快哦！睡啦，支援快充。很好，很好。为其充电，将电池充满电。OK， 这个是闹鬼模拟，我是不是要进去里面啊？等我一下哦。好，我等电池，我应该可以一起进去。好，我们应该能拿都拿了哦。这里闹鬼模拟，好期待哦！我放电池进去。好，我还有一颗先用的那个。Open the door。好，好眼熟哦。这是一开始的我们该不会要找钥匙？应该会遇到他吧？眼前的空间在抽对啊，好晕哦。毕竟是模拟的嘛。谢谢大家，如果要吐的话，可以找最近的垃圾桶。太好了。走向彼岸，投身于火海之中，这么刺激。所以我们就要把东西烧了，还是我们要自己把自己烧了 ？This girl is on fire。
这里在冒烟呢，是这里吗？ Toy is on fire。我掉到不同空间了，我也是，好酷哦！但我卡住，我不会动哎。哦，我会动了。什么东西？哎，有一个门呢。该不会不同间吧？我们应该不同间，我们被分开了。哦，我找到了，哎，这边是太好了，我们离下班又进一步了。太棒了！啊，没拿玫瑰，那我们完蛋啦。我有拿玫瑰，那我完蛋啦。小车车，车哎，我刚才看的是什么这个会东西？哦，这个玻璃可以穿过去哎，什么意思？哎，火海哎，那就是要我们可以把自己走进去。烧一烧吗？然后嘞，没有了，我们解决了，是吗？就这样，就这样，我不知道啊。谢谢哦。啊，我们是可以可以回去了吗回家。对，我们可以回去了吗？什么高科技唱的好模拟，棒，好炫哦！谢谢马子迪，谢谢。我只是随便哼的，但但真的谢谢唱的蛮棒的。谢谢啦。解决了，但是我们要怎么离开？我找到厕所嘞，为什么？怎么还有厕所？这么好？哎，我出来嘞！我迷路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出来的。他说拘留牢房没电嘞。哦，那看起来这边是稳定了耶，就是模拟器里面。Special access，拘留牢房打开嘞，所以要跑出来了。啊，太棒了，我们可以下班了。我来乱按一下其他机器好了，看会怎样。Special access，我找到你了。对啊，我跑进来了。这里面是什么？好 Do 炫 not 哦！ enter，我跑到一个，他讲 Do not enter，你这么勇的跳下来了。跑到一个超酷的，很像军火库的一个很大的 incinerator。我这边有一个在你后面。焚化器耶是不是 incinerator 烧东西的？我对这个名词不熟，第一次看到。我有一颗电池哎，不然我们来烧点什么？我们可以把自己烧了。这边可以。我不知道我们要干嘛。该不会女巫要跑出来了吧？那刚刚要记恨我们那个贝塔路是什么？好复杂啊，搞不懂。这又是什么啊？这是镭射。什么声音啊？我开了镭射，因为我在乱按按钮，看到什么按什么。Hello， 又见面了。拘留牢房开启了。这里有，该不会有那个奇怪大叔也在吧？奇怪大叔是刚刚那个咬我们的吗？我刚刚听到他的吼声。哦，真的哦，他们真的跑来跑去哦。哦 Holding cell， 哦，这里是牢房哦。我们在牢房附近呢。我看到了，我看到会飘的鬼耶！我看到没看过的人在。3分钟后就可以下班了。对啊，对，谢谢大家，我们准备下班。这是什么？可以放出来吗？怎么放出来？女巫的头发，不给我拿。我好像有点太……嗨，女巫，嗨。哦，嗨，这又是谁？我刚开，我不知道哎，很像画作的。哦，你也看到他了。画作的鬼跑出来，对我刚刚看到他从我面前飞出去。他看起来相对无害。他叫做 Queen，Quin。他有写名字哦。在他的牢房里面有那个名字的样子。女巫也有身世背景说明哎。他叫做我不会念 Agnes 吗？自学巫术。他因为女巫蒙受冤枉而感到愤怒哦，所以是那个嘛，以前烧女巫，受到这个怒火驱使，就保护着女巫的庄园与墓地，然后用儿童的灵魂为生。我被扁了，完蛋了！我遇到一头鹿，这是怎样？我好像啊，鹿在，我挂了。鹿把我永远当我的朋友吧？我变成鹿的朋友了吗？我好像挂了。我变成鹿了。哈哈，有那个我看到那个大叔了。今天居然是观众被吓到，然后我还好，居然有这一天呐！居然有这一天，恭喜大家赚到了！赚到吗？我现在好像变成灵体吗？我也是我应该挂了，我确定我变成灵体了。我的视野是黑白的，为什么我又捡到那个？我没死还是这是？因为我们还在模拟吗？不对啊，那是真的牢房啊！我现在好困惑。搞不懂我搞不懂这里是要插电的吗？这是什么？可是没有电池呢。我有一个电池，我放放看。
红红的，这是什么？有红色幽灵哎，酷哦！哎，怎样？我不知道，我到底可以干嘛？我搞不懂，搞不懂哎，这是怎么会这样哪里？Special Access， ？Disruptor，哎，我没有办法互动哎，哇，我没有办法对按键做任何的使用哎，好像变了灵体之后，过一阵子会变回来，哎，啊，是哦，至少我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我还在啊，我等他的又遇到恐怖的了啦，我逃不过吧？这没有办法啊，哇，剩30秒，完蛋了，我又被抓了一次，我又要变灵体了。 Hello，你在做什么呢我也？很想知道啊，什么你只要意思啊？下来就会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了。对啊，哎，真的着火了，对不对？我我脚下有火哎，我卡打点会。我现在在另外一边呢，完了10秒，倒数完了倒数完了，我们虽然要一起挂掉，但我们分隔两地。大家最想看的那个完了殉情没得看，好惨！不行，我要赶快找到你。自我毁灭，跳成就了。耶、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了。我们从第一关就想要把整栋房子烧了。技术上来说，我们达成梦想了。耶、下班下班，下班喽。很悲脸，谢谢。之后的事情之后再说。哦，真是够了，这游戏只有2个人，真的不够哎。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手来帮忙了。好，我们请子昌再送2份出去。不对，不是这样耶，我开玩笑的不是耶。我开玩笑的。不过确实啊，有机会找到有想要一起玩的人是可以一起玩，哎呀，对啊，是还蛮有趣的。对，但是玩太多可能就不恐怖。对，然后如果想玩恐鬼阵的话，我那个也可以来试试看。恐鬼阵我觉得比较不恐怖啦，就是找鬼而已。然后动作比较有趣一点点啦，我觉得。然后 Pacify 的感想是提示好少。嗯，哦，子昌真的有送4份，另外的是给那个吗？伊藤绿茶跟猫猫可爱吗？哎，有机会可以来组个团啊，就是好一起来试试看。反正也都要出道了嘛。嗯，哎呀，提前预习一下游戏实况是什么感觉。提前一些 VTuber 就是要牺牲自己，然后取悦大家，就是这样。但我觉得，比较奇异的一点是，我觉得不恐怖。没有想象中恐怖啦。被抓到的时候有一点点，除此之外其实还好。他的声音会吓到啊，就是 jump scare 而已，就是啊， jump 没有什么 scare 其他的。对，嗯，还对啊，没有想象中恐怖。然后我觉得他的剧本应该还算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他的构想啦，他的构想很有意思，就是因为我之前有点有点碎片。是。那我之前看的时候也是看那个人家玩的，说是就是只有第一关，就是找娃娃的那一边，然后我以为就没了，没想然后没到有这么多想到他后面还有篇章这么多。他看起来是把全部的故事做出来了啦。感觉总部好像是会把前面的都串起来，好像是有个完整世界观的感觉。对，有一个结尾的感觉。但应该玩的还不够多，所以还没有办法很全面的了解整个故事啊。对，我们大概就是懂个大概这样。懂个大概，好，还不错啦，就是要做一些仪式把他们消灭嘛。虽然我们全都失败了，对，对，我们而且它还有其他的收容物我刚刚被一只鹿缠上。我还遇到那个绿，全身绿绿，然后头发很长的。我刚刚也看到，然后他眼睛是不是红色的？对啊，鹿我有看到，只是他没对我怎么样，他从我面前因为他经过。他给他那个甘草捆就可以了。好可爱，好普通。就是不过他草吃完之后还是会撞过来，然后他就是鹿的脸定在前面说跟我当朋友吧。好强制交朋友他是一路。谢谢一路。他可以通灵。他姓花田吗？姓花田。谢喽，太好了。好，大概是这样。这就是我们这一次 Pacify 稍微简略的跑过一轮啊，大概的感觉是这样子。稀里糊涂的体验了一下，但没有成功希望大家有被游戏吓到，然后有得到那个大家想要的反应啊。虽然我觉得大家想看到我们尖叫或者是恐慌啦，但是我觉得好像没有。抱歉让大家失望了，对不起。抱歉让大家失望了。我从第一关开始掌握要怎么玩之后，我就觉得不恐怖了。对，我们之后就
直接真的把它变成一个努力解决问题的游戏，可能就不是完全恐怖游戏，但还行啦，还不错。对啊，它的我觉得它整体架构跟构想是不错，只不过提示好少。提示很少，繁琐的事情好多。对啊，没有想象中可怕。没有想象中可怕。有人说有氪到，感谢，好，不客气，有氪到就好。你们得到你们就好。那个有氪到的话，记得表示一下。对，大家都成熟大人，知道怎么表示。You get what you want， 恭喜大家。我想到有一首歌真的是那个，他是讲说 You can't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反过来的那一种。Yeah, you can't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 but sometimes you can. Sometimes 对，偶尔可以 can， 偶尔可以，或是对有表现出大人的诚意，就可能也可能更可以，哈哈。大家都是成熟的大人，知道该怎么做了。是的，好，那我们就差不多到这吗？差不多了，下礼拜周表你发了吗？还是等一下？还没啊，因为莫名的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忙，所以我的周表这礼拜还蛮阳春的，但是我觉得还蛮精彩的啦，就是也蛮多节目的。太棒了！太棒了！我的周表内文跟图都已经做好了，等一下就只是按送出件的事情而已。我其实做的很阳春，所以也算是做好了。很阳春的意思就是在 Google Doc 叫什么 Google 文件打一打，截个图就有了，所以对，超简略。总之就是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社群平台，对，看内容是什么，大家自己再追踪一下，自己再看一下。是的，好好，那我们就先到这边。好啊，那然后下一次的话再看看，不知道是怎样。我觉得可以的话，果然还是4个人比较有前途。就是人手多一点比较好处理一些事情。对，不然压力好大，就很挫败啊。好麻烦哦。下次等我们凑齐4个人，我们2个至少有玩过，我们可以摆前辈的架子，太好了。我们可以那个稍微指示一下怎么做。最喜欢当领头羊了，换我当指示厨，太好了，太棒了，换我指挥大家。好，没问题。我们下次就是有这个愿望可以实现一下。期待各位志士们能够一同参加，一同参与。好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各自下周的行程会再贴上来，大家再自己 follow 一下。没问题。然后接下来还有什么事情要那个吗？好像还好就是请关注我们新的周表。对，对，是的。我下礼拜还要玩恐怖游戏哪一款？下礼拜6，就是我在推特上看到有人自己做了一款，就是泳池类型的那种，那叫什么 Liminal Space， 就是那种预线空间的那种恐怖游戏。然后他在找 VTuber 自愿测试，我就自愿了一下，所以下礼拜会玩这个。他那个贴文还有真人吗？我有点想试试看。我等一下传给你，我就是你去留言就可以看有没有。好试试看。好。然后那个之后，如果你有想接触看看恐鬼症的话，我们可以再开个团。好，应该不恐怖，太好了。恐鬼症我觉得就温和很多啦，就只是找鬼跟一些关键性做一做而已。而且还可以赚钱呢，是赚钱比较有动力，就是游戏的钱可以拿来买道具。早说嘛，可以赚钱，我最喜欢赚钱了。对，不恐怖了。恐鬼症就是那个抓鬼，认鬼没有抓鬼，认鬼职业化，我们认对了鬼就可以拿到钱，可以，动力非常有动力。OK 都遇过了，这鬼算什么呢？真的 ，OK 比鬼还可怕。你都把我们献祭掉而已，戏就耍，戏就耍，你就自由解脱了。不要这样讲，不能这样讲。波被波提，不对啦，救命啊！又乱讲话了，真是的。今天也是没有口德的一天。哪一次会有口德呢？完了，好啦，凑在一起就没有什么口德可言了。一定是伊里带坏我。可以。真的耶，
没太好了，关系，我扛，我们可是穷鬼，没错，穷比真这个的更可怕。真的，那人是家说的都是真的。对，好，好，那我们就先到这边，好诶，那我们感谢就大家。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好，大家下礼拜见，那就转场。耶，好玩啊，好玩归好玩，但提示真的好少哦，对啊，这个好痛苦哦。果然还是要凑4个人，但我们现在比较有经验了，我们应该可以大幅度免疫。没错，对啊，感觉没有那么恐怖，而且至少我们会比较知道要做什么了。对啊，应该速度会快更多。没错，我们下次就可以摆摆前辈的架子，使唤另外2个刚开始玩的人，太好了，太棒了！对，应该是无理取闹